嘛咧想咧，因为事会起，来事会结束灭，安尼啦。所以事嘛有生灭，咱人的心嘛有生灭，咱人的生命敢有生灭？有嘛吼？所以这生灭的这个过程，物质敢有生灭？有嘛吼？你钱开了就无味啊嘛吼？连有趁钱啊的代志了都无味啊，物质嘛有生灭，有无？人事物伫这个凡间内底，伊敢若波浪共款，含咱的心共款，拢共款啊波浪。一波开，后壁佫过一波；一波开，后壁佫过一波；一波落了后，后壁迄波佫落。所以当波浪起来的时阵，伊的离波，离迄个沙滩，离海边迄沙滩，迄骹掠，波浪起来了后。浪潮退，咱行袂去脚掠，敢会无味？拢无味嘛吼，共款意思。咱的人生每一个时阵的人事物，拢因为缘起缘灭，缘起缘灭，渐渐拢安怎？拢变成一种回忆，拢回忆嘛吼。回忆对咱有帮助无？一点仔帮助嘛。但是，这个人甲我讲安怎？有啊，迄是过去的代志啦。毋过即马记条条，安尼对咱家己敢有帮助？无帮助嘛吼。所以咧，甲咱讲时间，咱的生命也好，咱的事也好，咱的本也好，咱的心也好，拢一波一波来。毋过落来了后，伊若退了后，一切都变成回忆。过回忆是空的，还是实的？回忆就是空的。空回忆嘛，安尼啊，这个叫做现象。后壁红字就是咧讲迄个解说古瓜也表变，这个就是现象，人的生命现象，人的生命现象。咱即摆依咱即摆是处三处境，就是咧讲第二段。咱即摆处境就是咧讲似乎游幻海浮乌尽花开花落，就是咧讲诶，讲咱即个身躯啦，敢若浮游啦，浮游就是一种虫一种虫，会知影生，暗时死。咱定咧讲诶，迄个叫做啥呢？讲朝生暮死，咱敢捌听过安尼？朝生暮死嘛，咱人先往咧甲咱形容咱的生命虽然讲咱活喺几百当，咱家感觉足长，其实，那以宇宙的角度，咱的生命是足短的，咱的生命是足短的，所以咱若讲咧算时间啦，咧算迄个速度进来嘛，咧算速度。咱若以人来算，是毋是讲1点钟走几公里？1小时跑几公里嘛？凡是安尼，咱咧算速度是算安尼嘛？算点钟的1点钟走100公里，走200公里算足够啊！走1000公里有够无嘛？足够啊！1点钟，敢是？对嘛所以咱咧算是算点钟的，若用宇宙来咧算的，伊毋是算点钟的啊。伊是算光年、光年，伊是1秒，伊是算秒单位，咱是以点钟为单位，安尼。所以光的速度1秒走地球7点钟，安尼光的速度足紧无？有嘛咱讲1点钟60分，年内底用点钟咧算，伊是算秒咧算。咱1点钟走100公里，伊1秒走地球7点半。宇宙的速度是光年的速度是安尼。所以用迄个光年的速度咧看咱人的一生迄个叫做弹指之间，叫做刹那。咱的一生是别个无啦。有紧无？
迄是咱凡人咧看咱凡人的生命，讲啊做足久。那以宇宙的角度来看咱人的生命，就敢若跌者无啦，走，安尼有紧无？有，就敢若迄只虫，迄只浮游当中会知影，我暗是死，暗是死，安尼诶。时间有紧无？有。毋过浮游，伊毋是时间地苗，甚至讲伊的生命力足弱。伊的身体足弱啦，足虚弱啦。迄个虚弱叫咱人共款啦。咱人迄个虚弱，就咱人叫做人，人袂强啊。袂强的意思就是啥？无奈啊。讲要叫咱做工会呢，有我答应做者。你做啥？我若安尼用就算做好啊。若以上天咧看咱人的角度讲，你这功用哪有啥够？会安尼袂？功用有够无？因为咱的能力嘛安尼尔，时间对咱的能力嘛安尼尔，因为究竟咱是万物，所以伊用浮游来形容咱这个人。先拢甲咱讲讲你毋是甲时间短尔，刹那搁安怎？搁身体搁人心，搁无谈质，无啥价值。伊安尼讲安尼哦。你这个世间敢若讲安尼看起敢若袂输，迄个泡沫啦海面的泡沫火，迄个人讲迄个水花，迄浪冲过来，敢会感觉足水安尼，迄个水泡安尼足水安尼，迄个水泡。开了马上水无位，开了马上水袂，好像很精彩，可是呢，时间很短就变泡沫，对不？咱人的生命，敢若浮游共款，绝对而且足人，而且足人。毋过，虽然安尼，咱排着这个身躯。叫做超回了，咱可以这个世间是第一生命，咱要安怎创造，要安怎超凡入圣，要安怎创造咱的简单。圣灵敢是未准哦，伊嘛惊咱共款，生命有底落，对，伊的身体有力无，伊嘛力。毋过生命为什么伊会通创造简单？咱袂使，咱是叫人问为什么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们不行？这个才是重点。重点毋是时间的问题，重点毋是伊的能力的问题，不是。重点是咱的心提高的，咱的心提高的。就刚刚讲咧讲这个处境，咱这个处境就安尼拢不离咱。安尼咱要认真做啊！时间无遐尼难食，能力也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安尼咱要认真做，我们要不要认真做？这就是讲咱的处境，安尼嘛吼，这就是讲咱的处境。搁落来，搁详细，搁甲咱讲关。天地气象万千，如万象清乐。这个大环境，咱毋是甲身体力能力无好，搁加上时间特短，究竟咱拢烦恼。上解重要的一点，这个宇宙现在是万象生动。这个环境是安尼，所以这个环境当中有吸引人无？有嘛吼，诱惑有济无？有嘛吼，手机啊做发达，有无？优质性有紧无？有嘛？毋过卖二手机啊时间嘛特别济，会安尼咧？会。卖伫内底玩物什么三你的心就看伫遐去。所以毋是甲咱自己先天带来我的咱自己的处境的问题，佮加上着即摆环境对咱的诱惑佮遐尼济，
把咱的心牵咧行，牵咧弄。所以有当时咱才会感觉讲，未有疫情进前啊，咱会感觉讲，有够好用，课程有够济，拢无时间休闲。这哪有人加休闲偌毋知偌好，课程少一个偌好，会安尼咧？会嘛吼？若经过3顿外啦拢互咱卖出来啦。安尼课程有少无？有嘛吼？若安尼，咱敢有因为着休3顿外了后，会想讲要较紧出来活动？今仔日入班的人，敢若无较济呢吼？敢是？对。若安尼表示着，敢是课程济少的问题？毋是，因为着咱的心去互环境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讲，咱今仔日上介重要的就是接受着诱惑，所以咱的志摕袂出来，咱的志无够坚，咱的动力会不够。咱的动力会无够，所以这是外在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外在的环境当中会甲咱干扰，会甲咱诱惑，会甲咱的心扭咧行。佫加上着咱时间无够，外口佫咧甲咱诱惑。咱今仔日咱自己佫无法度上做啥，你着拢灭命啊，有影，拢灭命，拢灭命吼。若安尼要怎？有。想看卖若安尼要怎？对啦，所以他去甲咱讲无所谓陷阱突破，人人是过境。我靠，这个讲咱人的心境。外口有诱惑作者无毋对，外口的诱惑的原因是因为啥？因为咱心内有迄个贪嗔痴，有咱自己的本色，所以讲心中有闷，外口的甜，才会甲咱攀岩。心中若无闷，无迄个元素，外口甲咱应有落来，无嘛吼。所以咱定拢会讲因为某人甲我安怎，因为某一件代志，因为安怎，因为安怎。因为迄个因为，毋是人乌陷阱互咱跳，是因为咱自己有缺点，无小心咱的缺点一直不在意，而变成缺陷。当缺陷以后有缺陷以后，咱跳陷阱，是主动跳，敢有人甲咱安排？没有，这人事物的顺逆，人事物的好歹和善恶，有人一定有事，有事会变成问题，袂变成问题。关键是对一个问题，是心境的问题。所以，毋是关键是外口的人，还是自己的心境的问题。咱将这物件甲伊变成是一个陷阱，因为平常时无注意自己的缺点，所以缺点会变成缺陷。所以咱敢有想讲，咱一直想要突破啥？反而就是咱自己当中有。自己爱来改变了自己的迄个点点滴滴，安尼才叫做突破。毋免啊，自己来改变着咱的点点滴滴，若安尼话，我们不用往外去突破啦，因为心心万万，咱的内心将来愈少相对的当中，咱内心的能量越正面。能量就越大，这个讲心境。了解着讲，今仔日的过去的这现象，哇，足侪诱惑，足侪冲击，足侪问题，足侪事。
咱来了解，输一波过一波，无可能无输，输会愈来愈济，走会输会愈来愈济，甚至身体的病痛会输，人愈来愈老，较有可能病痛愈来愈少，会安尼袂？安尼输会愈济咧？输会愈来愈济，爱注意，这拢是过客。来到这个世间，这种过客，这种过客，只用冲起来以后，应力皮，这刷都变了，都恢复到正常。这是自然的生态和状态。所以讲，既然讲心放较开，将迄自我的想法、的看法，啊，搁迄种的感觉和感受放开落来啦。安尼的话吼，咱放下掉这包袱，其实这是咱的包袱。放下掉包袱，我们就是要全力以赴。所以无心无我，伊毋是讲叫咱消极的，因为咱啊建立呀包袱自己的自我意识放无落来，咱没有办法解决咱家己基本的问题啦。有人做问题，迄个问题是由心所产生的，心较是咱自己的问题。啊，若安尼先对自己的内心先好清洁，咱先警惕，咱先警惕心。所以佢来讲哦，讲观众生受者人我，佛法不可说。讲今仔日咱接受到外在的环境，安尼甲咱诱惑，啊，而安尼甲咱冲击，吼，啊，互咱产生足侪无好的感觉，互咱内心足艰苦，下尾迄个常态，迄个常态，那做常态。毋过伫迄个冲击的过程内底，其实爱会去去看咱家己。因为迄个冲击的，咱冲击的你心会痛袂？会，毋过爱你若无痛，毋知你对哪出问题。咱去到病院拢会医生拢甲咱讲，某咪人你对哪咧痛？会讲即句话袂？我无咧，我拢无咧痛，无咧痛，你就创啊？好毋是？伊要甲迄问对哪咧痛当中，就是要对症。咱好啊，才会疼，若袂疼的时阵，咱就烦恼啊，叫麻痹啊嘛吼。反是会疼，无要紧，会疼伫迄内底，对疼的内底来找出咱真正对哪出问题。啊，若安尼迄个疼，是毋是要互咱病态的一种的作用？敢对？安尼你是爱感受到，互你问题的人。互你造成疼的人，也是今仔日互你无感无觉的人，对啊，啊，迄叫做逆境上演。互咱疼的过程内底，去看到咱的问题，啊，所以讲咱看到咱的问题，咱的心境渐渐咧提升。啊，若安尼看到人内底的众生上、受者上、你我之上、天我之上。真内底拢是问题所产生的啦，自然就无你我之分啊啦，嘛无讲这动物啊，我是人，所以你会当无我这之分啊，袂啦，因为我迄个我的自我已经咧控制了，渐渐咧清净啊，所以内心愈来愈清净，愈来愈会当放下以后，那安尼的话，今仔日这咱自言语言就会和谐。所以，众生上受者上人我这物件拢是由比到比啊，这拢是啥？拢是社会这个世间内底的这是非非、冤冤，无迄不可说。这个不可说，咱用一个较简单来讲诶，社会冤啦，是非非啦，连说都不要说啦，不值得一提啦，叫做不可说。因为安怎？
因为代志过了就无去啊。互咱看到咱家己的心啊，代志过了就无去啊。啊，要讲啥？啊，敢有生意人讲？敢有种离离空空的人讲？无啊嘛，啊那些要不要说？连说都不用说，因为啥？这有重要无？代表着人上众生上受者上所产生出来是非的问题，这物件都不重要。这叫价值观啊！咱是将家己的感觉、感受当作较价值，也是今仔日将咱迄个道体，将咱未来，咱的未来的价值，咱自身的生活，咱内心的清净较价值，咱迄个价值观爱下落好，迄个价值观爱甲下落好啦。哦，所以佮咱讲诶，咱就先讲佮咱讲。当咱了解到这是非的恩恩怨怨、恩怨情仇，这物件这种不值得一提。当下要做啥？这当下因心应心秉性果难忘，这个重点。现在当下啦吼，当下第一我时间无济，对吧？第二我能力不够，第三。外在诱惑又特别多，什么都不站在我这边，我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当下我爱做啥？当下我爱做啥？我做代志的重点是对，依心应心，依心应心。当下我要爱做的，就是安怎呢？将我的内在这物件。这内底有为咱慢慢甲放下，民主问题放下，自尊问题放下，阴影的问题放下，性格的问题放下，立场的问题放下，利益的问题放下，感觉的问题无要紧，感受的问题不在意，安尼嘛？这物件拢会当放下的话，爱你敢好斗阵？安尼好斗阵无？好斗阵嘞！啊，好斗阵，其实伊斗阵目的就是为着啥？依心应心，安尼嘛？所以人讲什么想歹做？人想歹做，歹做你会歹做歹斗阵。啊，为啥无用斗阵？因为心未共心。啊，为啥袂甘心？内在无清净，自我想过意识想过，会不会这样？会。所以当咱也会当入去到互每一个人当中，咱互每一个人能够走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咱的内心是干净而且是开朗的，是正面的。人今日来到咱的内心世界，它是呈现一种祥和。啊，若安尼的话，调咱心应心的情形下，敬信淡漠。咱有法度淡漠做事情，咱淡漠第一来做，咱淡漠第一来做。咱有法度敬信着淡漠呢？淡漠来到遮，伊也阁无法，伊也阁找袂着知音的啊，对无？找袂着知音，要找迄个，咱拢知影，要找勇地，会甘心袂？袂甘心啊！要实是讲，嘛袂甘心啊，敢是安尼？他还找不到知音啊。毋过，迄拢是两目的，含心工作出心的问题啊。一样，咱比较爱从我们内心里面放开，放开，这物件都不要在意，放开。放开要安怎？咱会当赢过去的道路，胜过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能够欣然挡风第一来做，为什么？因为今仔日咱应试下会，得到老师的道，上天传道互咱，上天将道互得到老师得到伊的天命，将道传互咱，得到上天的天命，将道传互咱。这个道内底是老师的天命，咱今仔日。这个
老师将道传互咱，甚至伫内底也组立一个足健全的组织，就是咱的对咱老前人到咱前人到咱点传书，规个组织看有健全无？佫有足好的即个论调，佫有足侪讲师、足侪前辈、足侪同乡，又软体硬体的陪咱。佫重点的话，咱每一个当中拢排着咱老师的招牌，的迄个注册商标，来咧啥？来担任使命，来传道，来导人，来成全，互咱天光明明。过去拢无呢，咱有赢到足忝无？赢到足忝。虽然咱的时间无长，毋过咱也要认真做。伫这个平台，伫这个老师的这个招牌内底，的这个认证内底，咱若要认真做，有遮大的组织人互咱运作，遮大的资源人互咱运作。照道理讲，咱做不成，只要咱有心要将我家己的这个歌。所以，甲佮讲哦，这个是一个，你讲来讲，这就是咧讲重点哦。重点就是咧以心定心定的，对个是对的。伊佮甲咱讲哦，讲观佛祖启发弥陀经历苦与乐，启发弥陀的经历的苦与乐。弥陀在过去当中叫做啥呢？无量寿佛，嘛会当讲无量光佛，叫做弥陀；嘛会当讲是无量清净佛，叫做弥陀。所以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量清净佛、无量自在佛，这拢会形容着弥陀。那安尼，这是毋是咧形容着咱的自性？这是咧形容着咱的自性哦。所以，当佛祖启发着咱的自性，自性已经有启动啊。自性启动哦，自性启动就是啥？要来面对苦与乐，要来面对着苦与乐。所以爱用着咱清净的心，用着咱有智慧的心，用着咱光明的心，来面对着咱苦与乐。所以这个是咱自性的本质，那个就是我们自性的本质。所以自性的本质当中，伊就是要互咱调整苦与乐。所以自性的本质，简单来讲，叫做咱每一个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有天性，每一个人拢有天性，这是自性的本质，就是要咱调整着。你苦的过程，你要安怎真的从中找到曙光？你乐的过程内底，你要看到危机的所在。苦的时阵找到曙光。快乐的时阵，找到失意危机的所在，爱珍惜，这个叫平衡，这个叫平衡，安尼哦。所以后壁都跟咱讲得无上指点解脱，自修还自灭。而且咱又得到咱点传书。迄个无上跟无上正理正觉，咱今日有对点传书的一致，那安尼个叫做开道，将咱自己的道和宇宙的道做一个结果。宇宙的道，它的能量大不大？大啊！伊会当运用。咱宇
宇宙的道遐尼大的能量，它在我们的身上，伊伫咱的身躯里，是毋是点传书拢甲咱叫做啥？叫做串联。插头甲咱插落啊，插头插落无？插落啊，插落了后，虽然咱是迄支的电风，迄支电风若开好行，插头有插落，大电接小电，电的功能拢共款啊，伊会转来会转动。咱的道和宇宙的道拢共款啊，只要你若有心启动，呀，开始转来会。转个意思就开始挖开啦，叫做挖开以后叫做解脱啦。咱家己爱转起来啦，转起来，转起来。啊，所以这个道当中，就是要互咱转起来，就是要互咱解脱。这个道也是要互咱解脱的。啊，如果道要互咱会解脱，袂解脱，看啥？看咱家己，你着爱自修，爱自觉。透过咱自己来改变咱自己，修正咱自己，互咱的心愈来愈淡然，愈来愈清净。所以自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淡然，对不？啊，来后壁呢？后壁他来讲自修哦，后壁他来讲自律。后壁他来讲自律，迄个自律的意思嘛，是咧甲咱讲，你若要得到，你爱坦然面对，坦然面对，自律就是讲坦然，安尼。所以咱的内心当中爱修无爱，啊，毋过要做，爱用啥物做？用咱诚的心来做。按内心用诚的心来修，嘛用诚的心来做，那呢？咱有自觉无？有自觉着啥？解脱。所以真正愈会当真正得到咱点传师的无上大法，真正会发挥价值，就是要互咱解脱。真正的解脱，就是咧讲啥？咱莫去互人甲咱绑掉。不要被人事拦住了，不要被人言困住了，不要被人欲绑住了，不要被人情锁住了。安尼嘛吼，都唔通用绑条，唔通用锁条的，唔通用拦条的，唔通用绑条的。若安尼的话叫做啥？解脱，毋过无爱去用绑条的，无爱去用拦住，无爱去用锁住，重点来讲是爱去自修和自律，认真去来调整咱家己，后壁的情况上创造的咱自己，这就是咱的条件，这个就是我们的条件。所以讲到尾啊，就是来有无安尼，来后壁的时间就是咱的献歌的时间啦，神韵合唱团伫遮当中要来甲咱献唱即个舞舞即个是调调情书，即个歌互我啊搁捌跳过，互我有咱条咱共同来聆听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神韵开始。
很祥和所以咱眼睛闭上来，慢慢听伊内底这个意境，慢慢体会安尼去听起来敢好？伫即个过程内底，伫即个过程内底，咱透过着咱南部神通来主义。
的，伊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了解到真正咱当下，咱的重点伫底，要以做啥物做重点？啥物叫做无重点？啥物叫做无必要？啥物叫重点？啥物叫必要？咱慢慢体会。所以圣言，咱的老师，大家同面上中讲，讲的讲，一直咧甲咱教育，一直咧甲咱教育，恁内底目的就是要启发着咱的智慧，互咱较紧会当利用着咱的时间，好来发挥，好来提升自己，时间无就到，这教育是咱言语，咱今仔日大家有理咱而家大家都有做咱目标，咱总咧我先去鼓励不是的所在，同样这个所在，非常无合，包含指导请咱建议不建议，这两本书咱各位建议来听，麻烦这个所在不就是所在，咱包含指导，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大众请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前到躬，躬到躬。接下来，等下是由陈友宏陈讲师为我们讲《道德经》21章。到躬，躬到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咱前言咱副前言，各位讲的书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团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好安。老师午安。事隔3年所以呢，这疫情我们这个班到第3天才会当来开业，所以咱有教育人员我本将咱提供处理，咱多做辅助，咱处理师傅能力后，咱来台湾大学，咱前言都有这本书的提法，所以呢，我有这好的机会呢，大家参大家用大家这个学习。咱真正咧特别感谢咱王经理，也是呢王经理主编把咱这小破水培训，分为这个经所以咱今日到这个医院咱才做学习，我学习的就是咱这个经的第21章，所以这个经有21章，这个真讲的，讲不了对不对？所以咱的讲师团不断的大家互相勉励啦互相将来来做学习啦咱知影第21章这就是伊的本文而且咱做个了起来啦用讲义的我紧啦无这家己的为基我等下会会我们去鼓励啦来，而且做个来。德之柔，为道是仇，道之为无物，为法为夫。
物，其灵犀，其中有精，其精甚深，其中有性，是精其土，其名不去，以阅众武，吾何以知众武之状哉？彼此。各位先生，咱就知影讲第一经老主圣人伊这经来落断就好啦。迄阵接着即种哇，黄师傅师拢爱讲讲就对啦，真正黄师傅。我看这是要确实，所以我来做一个大家交流啦，大家互相勉励啦，就讲之前咧，就讲本土之前我先来讲一个小插曲，这是较早上中做名叫做啥名条个金碧峰上书，所以伊所开我一首诗就对啦。名条这上书足有名，会当讲收到有啦足久的啦，上界重要咧，伊就是啥，收到有法度超过4天就对啦，所以呢，伊也打做了叫做日定啦，伊也日定了伊就啥？伊皮分皮会当比到3-5粒，头尾海外所先遐啉茶啦、泡茶啦，是惊味啦，遐逍遥自在就对啦，毋过咧，伊受用啥好多添一点，叫做执着是重要，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修的上介重要袂使执着破，也不能执着完空，安尼就对。我以为司机节老好听嘞，所以咱咧修道时是袂当执着啦，所以咧有最爱就有过爱，会记即句话。我最爱啥物物件，这个物件就互你做过爱啦。我最爱一只猫迄只猫就互你过爱呀，各位先生知道吗？我最爱啥物经典诶，迄经典比喻诶啥？本来是造园，所以比啥造园，安尼就做无差的。所以金碧峰伊嘛是会当讲修到非常圆满。伊唯一就是啥执着，执着啥？执着一个果。因为咧，明朝迄阵我有迄个皇帝足欣赏即个金碧峰伊诶修持，结果就属于一种啥野干果，非常的珍贵，搁非常的水就对。金碧峰有甲拗即个果就对啦。会当讲嘛无代志就皮较愈啊绿啊，愈啊金色色来啦。所以伊这果果甲足好势，用迄个啥，迄场布包甲足好势，拢插伊在迄个所在安尼。伊一届入定的时阵大家唱甲足好势，就入定去啊。伊的魂就来到迄个去逍遥自在啊。结果迄届拄啊伊的啥时辰一定到啊！啥物时辰？就是伊命爱归天的时辰到啊！结果咧，炎热注定3件事，绝不丢人过5支，这咱拢知。所以乌白无常了治了炎热天准了治了，来，买了金碧峰。来到第时阵，哇！金碧峰就入定啊！入定就。无法度掠着伊迄个啥，迄分片啊，但肉体尔，所以乌白无常就是要掠肉体，是要掠伊分片转去啊，所以就惨啊，即个人无掠转去无法度交差呢，变怎？所以乌白无常多惨，请当地土地公伯出来，但土地公伯毋讲即个金碧峰到底是倒去啊，就跟是倒去啊啦，变请出来安尼就对啦。土地公伯讲我来你讲，这金碧峰修持足好，功夫嘛足厉害，毋过咧，伊就是有一个执着，伊也无法度破，皇帝咧送伊一个钵，迄个钵足珍贵的，伊藏伫倒我知我陪恁去看，只要恁将迄个钵摕出来，来等我破就走出来啊，安尼就对啦，所以咧，乌白无常，听到遮足欢喜的啊。就真正去找咧，真正找的是去播，爱用迄播包甲有较好势就对啦。迄看就知讲，即个人对即个播足重视的。
即摆我无从摕出来了，准备吼，掠公公要等着了吼，金公公哎等嘞，哦，这是我的最爱，哎，等啥？嘿，这个歌咧，我性命咧，哎，你才会带我讲破，嘿，啊，就讲掉呀，哦，啊，伊就爱入定啊，出定了就爱入定啊，入定才会当讲话，哦，入定了吼，我并无想来好，哦，你出现啊，会当来了，哎，掠你转来吼，啊，验着皮水了过倒啊。哦，金皮方面就甲讲开悟啊，讲哈，像我想到即个境界的人，会当去3天去啥？去逍遥自在啦。搁伫啥？哦，搁伫迄个啥宿命当中哦，哦，我搁有生死之分哦，我搁伫业着之手咧管辖哦，啊，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哦，甲讲啊，惨啊，较早修的方向拢毋对去啊。哦，啊，而且哦，伊安那看袂破。哦，拢迄个一脚，哦，啊，所以哦，伊就安那，将迄个挂拢抢来，抢来了吼，攞支筒啊，弹拢砰一下，迄个哪，伊迄个挂破去啊，啊，伊个挂破去了，伊手动嘛破去啊，破去了哦，各位先生，伊就啥呢？哎，哦，都腾空而上，哎，腾空而上代表伊啥？一定是会做做啊，哦，所以伊进入了那不足要退境界。啊，所以伊伫空中吼，就讲出即句话出来，伊讲玉银啊，玉那金披风啦，智慧即披连生虚空，虚空玉银色得主啊，再来了我金披风，哦，各位先生，伊的主导咧破掉去啊，哦，啊破掉了咧，当然就进入啥，哦，进入空的世界去啊，哦，啊所以各位先生。即个故事啊，就是做描写，就讲咱今仔日修办就共款，吼，绝对茫去执着一物啦。哎，所以你看咱前日吼，设计外口遐一个凉亭有无？哎，吼，哎，你心吼，各位先生你注意看无？咱的心是安尼2点，伊中间点是无的咧。吼，你注意看，吼，等下要等去啊，注意看伊心，中是无1点，边仔1点。啊，总侪人就去到咱前日啦，讲前日周边吼。啊，你心吼，中内底太无迄点啦。这是咱只是一句话尔，咱咧修甲心中无稳，吼，安尼有够无啦？修甲心中无稳啦，你心中也搁有稳咯，啊，境界才相近的就对啦。啊，其譬讲伊就是安尼，哎，伊迄个稳就是啥？伊的执着点，吼，啊，只要伊的执着点啊拍掉了嘛，吼，就啥？就超越伊的境界啊，所以就对着啥？地位啊。哦，像咱即讲的地位条件天动我好啊，哦，啊，所以这是互咱吼，咱大家做参考一个故事，哦，啊，做启发性的就对啦，吼，好，啊，咱的即张呢，啊，叫做中道章，从道章啊，这21种叫做从道章，啊，中道吼，就是啥，老祖圣人，大家讲甲足清楚，咱即世人来到人世间。嘿，吼，咱拢知影啦嘛吼，主为开天，天为辟地，人为人降世，来到这5个高体啊，一定690几担啊，吼，啊，你看吼，咱正一个6几担，各位先生，咱唔系来投胎转世几代，唔知啊，吼，啊，毋过咱有较早有正的因缘来到这个人世间，吼，啊，所以咧，咱这个啥，这个缘分啊，有一概念大的时阵是花海主啊，灵坛啊。哎，啊，伫遐现身说法，啊，其中我迄做吼，就一前人了手讲啊，你这个你讲活泼慈悲吼，咱道中太过来要学迄个慈济功德会安尼，哦，倒后灾难哦，咱就不去救伊，倒后水灾哦，咱就赶紧去救伊，是吧？这是我显示安尼就对啦，哦，安尼是就有诶，但佫较快佫较紧，互社会人会当来认同，安尼就对啦。哦，只讲我吼，手攞囥伫后壁，啊，就像安尼，啊，洗，啊，拢无讲话哦，洗3年就对啦，洗3年啊，徛伫中，较倒讲，徒儿啊，恁敢知影吼？恁对世吼，毋是受几世啊？即世吼，较会当坐一只。伊讲恁过去世啊，无受3世上慈济功德会这显书的对啦，这显灵的对啦，吼，各位先生，伊讲吼，恁即世人无资格来求道。哎，啊，你敢知影？你过去世就是至少修5世，即种哦做善事的功德，
恁即世人吼，安那较有法度坐只椅仔坐会调，无即只椅仔坐袂调呢，搁真正你敢要相信？足侪人吼，坐只椅吼，坐啊啦，袂输点啊，袂输铁啊吼，坐袂调就坐袂调啦。是实然呢，爱讲吼，咱若无过去世修7世以上啦，搁浅浅，今仔日要穿口无法度穿会落啦。搁浅浅，你是讲穿甲足简单哦。迄就是咱过去世有修啊，做盐，迄落啥？过去世医院搁无吼，拢有工作啊。咱即世人讲要穿口，穿会落咧。过浅浅，你感觉看过人要去穿口无法度穿诶？无我捌看过一摆啊。伫咱新的王经理遐有无？迄摆穿口拢伫遐啦。互我就是陪一个新的新去到要穿口，拄我伫楼骹。安尼咧分两3楼嘛，可能一个买啥物单位我嘛毋知啦，爱有别人陪伊嘛，就要出来爬去楼梯准备咧开班啊，你毋知足奇怪伊惊到迄楼梯是爬去佫活起来咧，伊咧爬去我教伊伫读不到，足奇怪大家要做3分钟我奇怪，恁个楼梯哪会遮悬，拢爬袂到安尼就对啦。其实咱看，伊是无顶当伊伫遐原地踏步安尼尔啦。讲愈行愈伫遐踏步无，人愈艰苦安尼啦。就打带去迄个讲，我蛮愈艰苦咧。我忙爬去啊，安尼啦。今日知影这业有咧趁钱啊，无听口就对啦。咱知影嘛即摆就落来就落来1楼啊，我就搁伫遐。迄个就讲今仔就较轻松啊咧。就要爬去看卖。嘛是搁伫遐原地踏步啦，爬袂去就爬袂去啦。到尾迄个经理做主编讲，如我带你来爬去看卖啦，看是安怎无？是安怎拢爬袂去啊咧对啦。伊讲毋免啦，无人工的啦，可能时机还袂到的抑无你我先透的啦，无我先转来啦。拄摆起来，噗就转去啊，无安怎咧？搁有钱钱，你敢知影？所以咱嘛是讲，我今日要求道足简单咧，要穿到足简单咧，所以跟你讲不简单，真诶。只讲我到尾做到安啦，你过去世也无修10世各位浅浅，你今仔想要做人才，对点律师去外国开放，要对点律师会边啊。要去遐办上礼下礼，要去做工书，要讲三宝，敢有遐简单？无简单，你过去世无10世你讲无10世你无法度做命钱啊！所以各位浅浅，伊中道中就讲咱即世人，伫主会开篇、抽会必须因为伊到紧啊，会到来投胎转世，咱来一定修几来世、几来百世、几来千世，毋知影啦。来到遮1世就是叫咱一世修，一世成啊啦，这一定爱转来啊！这用咱迄个谢老师常常讲一句话，伊做我讲道理的。即世人你袂用无法度行，你着用爬，有哪爱爬倒啦？你会用行就赶紧啦，行较紧就莫行小慢啦。无你着用走的啦，用走的你有哪爱走转去啦？会当用飞是实介好啦。所以就必须用书文道平地平之啊，用书文道六尊六奉啊啦。所以各位浅浅，咱在座大拢是上书文道呢。听着道理就赶紧来修啊！听着道理也好，就赶紧来请教做事啦。所以各位浅浅，大家容易，因为从道中就讲，你世人选择你唯一的绝对体，如果做对了这件事情，才是最正确的。所以各位浅浅，互家己的掌声鼓励一下。这个中道，就讲咱即世人啊，选择做人啊，对不对？各位浅浅，你是要从事，还是要从道啦？你是要做啥安尼啦？所以从就是依从、导入、融入，为了生活谋生，这个都是从。就讲我即世人啊，到人世间很难得我来讲。咱即世人要来投胎转世有几个来处。第一个来处就是四修六道，晓得人道、加天道，为人伫遐投胎转世来的啦。有一种人就叫啥带业往生，就讲你过去世有修啊，毋过修了无圆满，即世咧，佫有业无杀来，业无杀来的继续修，
某这道的就对啦。佫有一种诶上介好诶，就是像咱单节日共款，趁面再来。过前日，咱拢捌听过单节日故事嘛。咱单节日较早还袂游得进前，做用做诶嘛。伊诶习惯就是食薰，有面免爱头仔滴滴，安尼。所以做固定一工就是2包薰，一罐爱头仔。因太太咧帮伊准备啥？准备炖饭是讲安尼，切一盘菜，一罐爱头仔安尼伫遐安尼放诶。足奇怪咱无啉点乱水，带伊来游得了，带咱单节日来游得了啦。单节日无，伊即场咧都共款啦，就三宝听听安尼尔啦。各位先生，咱迄阵游得是用三宝听听，互我迄阵三宝跳不落解呢，互我做矛盾诶啦。就咧讲三宝好，讲啊偏偏就讲2点钟呢。天头讲到尾讲2点钟呢，互我真正一句话都听无，拄仔听着事。足重要哦，袂使人讲哦，安尼啦。尾句袂晓讲，袂晓讲诶嘛，袂记迄物件就对啦。所以迷迷糊糊啦，各位先生，你感觉呢？可能大家拢比互我较巧互我真了，三宝听不落解，听10几工都听无啥有念嘛。这脑顿弯道，咱单日毋是啊。三宝听听转来了后，亲，家己自清啊。酒也无爱啉啊，饭嘛无爱食啊，拢啥配菜。饭咧去搅豆油糕啦，豆油糕搅的，咱平时较舒舒气啊，就欢喜啦。薰嘛解嘛，酒嘛解，各位先生，这真正咱单日经济有无？这叫做心愿力再来啦，称面再来的啦。所以话咱人的来自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这世人会当来到这人世间做人，不管你是天道也好，坤道也好，或者跟你讲，非常的不简单。以佛经来讲。讲第一讲讲10条魂啦，10条灵魂啦较当出世一个较当出世做人，10条10万条啦，较当出世一条灵魂出世做人，各位先生，咱要出世做人困难无？足困难嘞！你看人生难得今仔咱得着啦。你看地球了看几个国家？地球2000几个国家啦。会奇怪咧，咱才无去伊索比亚头来转世也是咱无去非洲转世也是去美国转世偏偏走来台湾嘞，足奇怪各位前日注意想着这个，因为台湾是宝岛啊，台湾是红海仙岛啊，恁大家拢仙啊，咱大家拢仙啊，所以拢来招做伙来，咱拢来红海仙岛遐做仙安尼，所以比较拢大家相处一同，所以各位前日，真正仙岛呢。以咱台湾即统计就对啦，咱1贯道的你刚好互我去参加1贯道总会你就宣布啦。讲咱1贯道的啥例子请到受限的超过啥？超过100万人啊！请到受限的，咱1贯道佛教无讲，啥物教拢无讲，咱1贯道过先生你看，所以我大家拢伫啥，拢是仙啦，所以来啥仙道出世啊！互我慢慢去大陆，真若去大陆了你传中国文化，伊大陆做欢迎的啦，是推广措施嘛做欢迎的啦，因毋互你点到安尼尔就对啦，安尼啦，所以你看迄阵中国大陆是人沦陷，迄个上边做自闭的啦，伊会乖三个通问伊会留定生意互你啦，做生意就啥？咱台湾就是啥？上边的一个足大的生意。所以了话，这一定是会等到遮，咱这就是爱讲水翻条嘛。所以了话，咱台湾人迄个轮椅足通的嘛，足济啦，着做大厅啦，着这厅啦，啥物厅，四书五经，足济人做好。尤其讲就是咱出面1贯道的地主，特别的会场，这种相当有经验来啦，无法度啦，无法度遐通啦。因为咱要研究经典你用1世人的生命上得一经。要亲入到经典咧真精重1世人无够用。我讲一个小插曲，咱就知。较早金刚经，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迄个徒弟差不多10岁尔啦。师傅常常就上刺金刚经啦，安尼啦。时像金刚经动作足大啊。所以有一天因师傅就讲徒弟过来讲嘛，我即部金刚经讲袂使留叮当，我就要出来3工，
你大项吼，老表扫好势，老顾好势，大项会当当我去步金刚经，你讲嘛当，就对啦。师傅出去啊，师傅无讲吼，伊无代志啦。咱人就是安尼啦，就比黄金300两嘛，讲起来，爱师傅讲吼，伊说。他有啥物金刚经袂当看安尼就对啦你愈叫我拜看，我愈想来看，囡仔人就是安尼。咱自我出去了迄土地10岁尔，来头现迄个金刚经啊，掀开了，金刚童子显出来啊，金刚童子啦，显出来了，主人啊，什么指示？迄落啥？囡仔说啥物？惊一个到这个味道走出来咧，就对啦，不个暗的啦。师傅就是安尼这必报显开这啥物动作出来我惊一个，我惊佫慢慢金刚童子我显出来，来主人有啥物迄个指示？伊甲讲我逐工伫遐搬水，搬足辛苦路足歹行，无你敢会当修路修理的啦。金刚童子伊是仙人啊，佫厉害，平了，毋免一时着，路拢爱铺白讲水的啊。小同事讲，感谢你啊，用安尼我以后做搬水啊，就来喊伊。3工了师傅转来啊，奇怪咧，即我拄我的庙师是安那无3工安尼就对啦。明明就是我的庙师迄路路加啊白啊，我行入来，行入来迄土地师傅对不起啊，我做错一件事情，我土地你做啥物代志唔对啦，我紧忏悔了，我师你叫我金刚经唔茫显啦，我头显呢，要怎？伊讲你头显，有看到啥无？有啊，金刚童子显身呢，伊讲修道人往大往去你一个囡仔囝啦，你现这会看金刚童子，我上金刚经修40几冬啊，就拢无看金刚童子，伊讲真诶啦，师傅真诶啦，伊讲我无你现我看卖，迄个小傻逼啊，佫显啊。金刚童子显出来，来主人有啥物指示？师傅看到才爱跪落来咧，因为我较悬啊。师傅连金刚经拢无准问别人，伊遐显开来，金刚童子就显出来啊。当然伊无跪落啦，伊讲我迄顶来足悬咧。师傅就讲，金刚童子啊，你安嘛无公平。我一世人来上金刚经修40冬啊你拢无显出来，我看者。阮土地10岁尔，伊都学一步都还袂上诶。人伊显一个就显出来，互你看，你著到这后看，这是何德之家呢迄金刚童子甲讲，这个囡仔已经上44人啦，金刚经啊。你这世人啊上40冬也算啥？各位先生，你知影我咧讲啥所以下人有上帝，上有无理地毋茫轻视好学。那我一个囡仔囝，我是道心无现，对浅，这讲就是有天机开来的啦，有组织开来的啦，无伊绝对袂出现啦，所以有可能讲好啊，才会一个人才出来，以后大念书，甚至嘛有可能以后领面做点念书，甚至是啥一方面领导者会坚持，都有可能啊，所以有做大起来讲啊，下人有上帝啊，所以咱袂使啥看清任何一个人。所以袂使骄傲就对啦。所以各位先生，所以咱这世人会敢来到人世间投胎转世，上重要你是选择要做啥物物件，做啥物代志，趁钱一定爱，因为咱这世人叫做啥？咱就是在家修，在家修就是你会当娶某，爱当嫁翁，养儿育女。有啊是做啦，咱这个就是迄个还嘛，还就是一定爱做的啊。所以咱前日定来讲话，凡事圆满，性事是人行啊。所以咱上天嘛爱过，先天咧平常都爱过。所以叫咱爱重视天还嘛。所以咱要将啥？这问题来啊啦。就讲我今仔日来学啥？学圣人，就是圣人啊。你今仔学会，你啥成婚啊？我今仔日要做拖水菜，就去之前拖水菜学3工，你做好做呀？你以后就去拖水菜啊嘛，讲起来。你若想要做一个啥？面包师傅，你要跟一个师傅学3工，你就去面包师傅啊。所以自从就讲你今仔学啥，你就成啥？
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进的问题是叫，就是啥？你的选择啦，你啊信了，叫了对，各位先生，比以后成圣成贤啦。你啊对了唔对咧，枉做功夫为什么？我的这个比如来讲啊，我帮你大陆去泰山，咱登泰山有小天价嘛，你那要比迄个比要爬到泰山要爬6600层，6600层用行爬去我迄阵爬5.5钟，迄真正大考验。阮伫中有看到啥，你敢知？一种人叫挑夫，毋捌感觉看，就是伊伫下底担物件拢拿去担的是海6000几层啦，各位先生，你看厉害无？海遐人真正电脑有够用的啦。即摆我看着做好奇的嘛就早就跟他聊天啦。我老兄，你安尼是做几工啊？伊讲伊伫遐担30几工啦。我就问讲，你安尼一撮赚偌济钱啊？伊讲80块人民币啦，一撮8000几层80几块人民币，80几块人民币偌济啊？840，差不多这400块。爱爬去400块落来，400块，搁打行落来的啦。一工我无行一撮尔，我无行2撮啦。各位先生，如果你也选择做这个行业我再跟你讲，你也想要买一台车，我看困难啦。要买一间厝咧，我看更加困难啊。甚至从来讲你选择行业啊，你选择行业，首先每一世人才有法度出头啊，真正无法度出头。我是咧做体育啦，属实个啊。你若讲我在啥做公务人员也不错啊。固定的薪水啊，迄个啥退休了佫会当领钱啊，退休好啊，这拢足好个啊。毋过咧，要偌好囝有较不足啦。所以来讲你这世人要从事做什么？人讲啥？会赢较来拼，注意听。会赢较来拼，毋是爱拼较会赢，你句话无共款啥物会赢较来拼？像咱去三茶五度啊，去好啊，去打帮助的，去说收，去说食啊，这一定赢就对啦。你较来拼，这一定赢较来拼，敢是安尼？你若讲投入做者时间啊，做者金钱啊，差嘛做者差了钱，迄就毛病啊。所以我你从哪里着手就对啦。所以各位先生，咱今日大家做比喻选择道中这条路来行，无毋对。这世咱是生不落世啊，这世人就袂让咱生得转去啊，无转去袂使。所以要强会赢较来拼，这稳赢就对啦。你生到会当享受偌久？一世修万百番，是讲你这世人较辛苦的。其实我感觉修道嘛袂艰苦咧。一世界去拜我做神职的啊。像王明恁大家互我去，有人叫叫出来，叫一大堆人，你就开始讲无业。免去搬山，免去打柴，免用啥咧今日出去时讲咧，你真轻松，敢是安尼？讲了好听，大家来拍鼓我做有成就感的安尼，所以嘛足轻松的啊，是较无闲啦，你着搁坐飞机去倒啦，去啥走来走去安尼较无闲尔。毋过无闲甲足欢喜，无闲甲足开心，无闲甲心甘情愿，迄个你识得啊。所以你看，一世人较辛苦的，享受18000-800年都有。各位先生，你要看现伫社会有即个遮好康的无啦？你选总统，拼到尾死，用摕到要臭头油无？像我8担4担做双做4担，敢是安尼？比我委员你还紧调的啊！你选调好无？大久，我4担，是不是？大家斗来斗去，讲来讲去，骂来骂去，哇，感觉做无义的，敢是安尼？安尼这世人，毋免常常拼，慢慢常常骂，慢慢常常争。咱好啊修，师尊老大是咱保证18000-800年各位你啊等有这个比这较好的。所以讲从道中。你是要做啥较对啦？咱今仔日选择这条路，安尼就对啦。各位先生，咱今日时到遮嘛8:20位
嘛某是心得几时，对安尼都无差呀。啊无要思考啥物程度，盖棺定论。啦，历史研究，安尼家来说好，莫破解。嘛讲要去美国佚佗吼，我一个朋友啦，讲要去美国佚佗啦，拢惯倒的啦，讲着甲阿母来请假啦，讲看请假要请假，还是要请啥物假？我着要去请假吼，我等下食较无方便啦。我请假吼，顺便我是安尼对阿公讲，无就请假啦要请假就打呼前是请假，要请嘛袂当请假啦，反正你请假就请假啊。咱若真正出去无方便互我讲方法，互我拢安尼啦。咱台湾的泡面素食泡面足好食，搁足方便，你着安炸128瓦炸咧，咁就咧，无人请你食泡面就好啦。他就请假要啊，咁是，所以个前提自己种是足重要的哦。所以你种，你若选择了目标，选择对，想要做拢有分啦。信是较难讲着爱用道啦，从道生嘛。道是啥？宇宙的主宰，绝对的真理，人生的归属，人生的价值。所以个前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你讲的真迄就毋是真正道，就是看袂到的。感觉咧，是这了。所以咱迄个华严祖韩老先生伊常常讲一句话啦：摸着根的，成仙做佛啦；摸不着根的咧，瞎修行啦。注意听这句话，这句就是咧各位听，这就是道。啥物叫因？因就是道啦。所以各位先生，我就鼓励大家赶快去摸着你的根，还是感触你的根。爱的根是啥？就是乃格。我讲乃格，咱嘛听过啥无？就是乃格啦，讲袂出来就是乃格啦。你有看吼？所以先导出来讲，修道修心，反得己心。迄个心是啥物？就是咱的心念，咱的心念，会使我心念迄个就是道。较有接近迄个磁场啊，起心动念，迄个就是道，是讲袂出来，迄个是无艰苦，这个互我是我跟大家分享啦咱就常常做万年凤啊，一念不生，为了这就是以下日安尼，目睭8分天，2分开，用3个就对，志向强强，你了头脑你着想万年凤啊，一念不生，万年凤啊，一念不生。你就真正放啊！你真正办的你开始10年放啊，来100年放啊，来1000年放啊，来100年放啊。当你真正拢放的时阵，有一个念头放袂下，迄个念头叫做万年放啊，一念不生。迄个念头就是咱的tập体，就是咱的根，甲去摸着迄个物件，迄就是咱自心中的分体，这道做戏个做微妙的咧，伊会当与天地合一着，与自我合一明，与事实合一事，与鬼神合一结合，真的就是这样子。啥物叫与鬼神合一结合？就是你修到一个阶段，你有法度去听着啥鬼魂的讲话，你嘛有法度听着啥天神的讲话，真的就是这样今仔21章，伊已经讲到第4项啊，第4项啦。啥物叫第4项？就是伫恍惚的状况当中。所以各位姐姐，你若修到一个阶段，你若有恍惚的情形，咱叫恍惚。就讲你若咧困啊，咱即个肉体咧困，毋过你讲清清楚楚，迄叫恍惚。各位姐姐，你敢有迄个感觉？听后我咧讲着，地区，迄个恍惚啦。要拄个拄袂落啦。要困都毋敢困啦，真正迄叫恍惚咧，恍惚嘛。伫迄个恍惚当中会安怎？快乐成分。各位家己咱敢要看？然后咱就前前真正讲听着听，我咧讲课啊，互我讲着做好听啦，是说理是诶，都伫拄咧啦。歹势拄着讲遐对当时歹势啦，讲伫恍惚当中，可能一个讲差不多10头悬的新人啦，讲穿个金色的啦，我天公上滚啦，我迄就是生活啦，我看着生活，都开始有信心嘞，真诶，讲迄生活，差不多10头悬咧悬啦，你看，
所以即种就是其实就是讲咱吼，一定修就到迄个境界啊。你有法度啥？天人合一啊，有法度与天地合一着，就是讲你的活性、佛性本体参天地合而为一啊。咱即就是爱想像安尼啦，参天地一定合而为一样啦，就是无你无我，无对无毋对啊，无是无非啊，拢进入绝对世界，叫做骤世相对，近日绝对，有一绝对世界啊。所以你若我进入在绝对世界，你讲的话，拢就是真理啊。你做的代志，拢毋是人心做事啊，拢就是用你的佛性做事啊。所以咱本来拢着紧做主啊，目睭看着爱看，我着看遐去啊。嘴爱食，安就看遐去啊；耳孔爱听，就看遐去啊。各位先生，你摸着你的紧了爱赶紧用你的道源就是你的本体带动你的目睭，带动你的鼻啊，带动你的嘴，带动你的耳啊。目睭啊，你看你的主人甲讲，啥物人也袂使哦。这个色情的你绝对莫看你今仔修道看5分这个色情，你赶规个10担的公钟破去，了解？毋通看用你主人甲你目睭讲，你若甲嘴讲咧，迄鼻着咧盐酥鸡，香港讲好，人赞袂条啊！上尾你要来食，伊就讲小道人啊，这虽然是素食哦，毋过药早咧食少会较过瘾哦，食了上会会中火无，毋通食，安尼啦，用你主人做主人讲。安尼用，迄就是上道啦。迄就是用你的佛性本体带动你的六根啦。所以你六根自然就清净啊。所以六根清净咧，你就逍遥自在。所以咧，咱毋通习惯互咱的六根做主，咱爱互咱的本人做主，安尼就对，安尼就上道啦咱来看迄个内底内容，爱讲咧，上较有智慧人，就是选择咱一道。所以各位先生，咱在座的先生拢是有智慧的啦。今仔日较会当选择来请教所亲，今仔日较会当选择讲，我来踏入佛门，好来修道办道行道了道，好来跟随着咱前人、副前人各位点样做脚步，若讲对无对无嘛，就一个看三岁啊，我发现没有慧根也要慧根，咱前有常常讲这句话，讲你无慧根啦。你嘛要对前人还是对刁传书跟着他们去学习，都没有慧根也要慧根讲义了嘛是拢共念啦历史是拢共，所以讲真正有智慧人，伊将道伊袂强业，当然老事业爱做啦，是爱谈啦，毋过咧姓事嘛是爱办，所以咱正个啦，爱众圣轻快，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得了着知己如何有定，这咱伫大家内底拢有有的是智慧上较超人的判定，所以呢，我来讲一个菲律宾一个故事啦。菲律宾有一个大主，爱隔壁就拄挂一个啥咧，迄个遐教的教主啦，迄做前辈迄袂输像咱这前人辈安尼就对啦，伫遐因迄个因遐伊做教主啦。你讲过是隔壁尔，有咱这道心伊就想要释佛堂啦，想要开大释佛堂就对啦。碰时就常常轮道啊啦，这大主就请一顿米落粉啦，就走来走去要请留因兜，安尼啦。这教主伫隔壁尔，就准备要来参拜泡茶去轮道安尼，才会看伊请一顿米落粉啦，碰咧请安尼啦我来，某人你来请一顿米落粉不用啦，安尼啦。伊讲我明仔载要开大，开大我要请因为这是弥勒祖师敬会，所以我要请一顿弥勒粉来讲伫遐供奉在那里。你告诉讲，你敢知影？因为你告诉有拍神通，如果你讲咱弥勒祖师甲我笑呢，毋知你笑啥，甲我笑，看着我咧笑就对啦。那就替你讲，你啥物拢毋捌就对啦，你随时告诉啥物拢毋捌我你我笑，毋知你笑啥物意思呢？你明仔就要开大呢？我来看卖，看你是个变啥就对啦。大主当然拿刀啊，
讲你免熬大啦，我是教主，我哪有可能去甲啦放弃啊，来你这边啊，就对啦吼，我是教主啊，无可能啊，所以你免熬大啦，我明仔载来看卖。咱这个前几只就价工大拢半去啊，为这个单主庆祝啊，要来啥？要来开单啊，这单是2楼的就对啦，咱这个点大师贵啦，就从这个教主就伫咧谈，嘛是遐大来求得啊，讲无可能啦，我是教主，我哪有来可能要来求得啦，点大师头一讲话就，啦，大袂行，就说歹势，教主你搁较济。因为这几年拢办好啊，等我去点到，等呢办到了，我再来陪你，就对，这卖8年就是办，到处伫个在咧等，太汹涌听着8声就伫咧砰砰砰，家己讲我真好听啊，就规讲我变叫就对啦，结果点到就办好啦，门开开要落来啊。咱看到迄个教主伫咧楼梯头遐跪啊，你跪一直拜，一直拜啊，就对啦。因为点在做迄个门开开，一道金光无射出来，点在做家己无看，毋过迄个教主有看。伊看毋是点在做，伊看是一块光，足大个光就对啦。爱看着就先不落来啊，就对啦。所以就一直磕头，一直拜，一直感觉，点在做就迄个教主啊，是啥物代志啊？你来跪伫遐咧拜安尼啦，是你呐！我开始也是看到你呢，我看到一日烧过落来，金光闪闪滚呢，才比你啦，安尼啦。所以迄个点大师就就教主做去边仔坐，就开始讲啊。讲点大师啊，超搞笑你睇只顶面是咧变啥呢啦？啥物代志啊？讲啥物物啊？恁大师啊我直接答，蹦8声，像对讲迄大声蹦蹦叫，安尼啦。点大师比较想无啊，我咧点到做安静的安尼啦，有啥物啦讲有咧8声，我说我清楚。点大师甲回应过来，或者点8个，点8个人啊，点大师叫了，咱普通人听无啥，毋过因咧真正有神通的人听着做单位点大师叫了，安尼啦，讲点8对啦，或者点8个，可能我点8个，我听8声就对啦。你讲我要求道教师讲要求道啊，大家道袂行听着8声就要求道啊。就是真正讲不管身败名裂啦，反正我反正比较抒情的，就直接爬去叫了，挂都沙叫做那个意思。点解要爬去呢？规个拢甲爬下，咱甲爬下，因为有他心中伊看拢有就对啦。伊讲正面言传，伊毋知影啥物正面言传，就知影一个神经咧，一个神经咧，拢徛伫遐啦。我10多管啦。搁三尊也拢伫遐啦，咱的这个外国老位菩萨，伊就自拢伫遐啦，金光闪闪滚啦，伊就跪遐拜嘛，伊就后壁讲，你就大家跪了，你无传伊啦，就大家无传，哪有传啊？无传，惊伊啦，拢同拢无传，惊伊传无准伫遐，叫大家跪了，伊叫拢大家只要跪了，所以伊先开始办点到最后，点落来嘛，砰一个伊攞东亚开悟，非常感谢咱点大师将道传互伊，从此以后攞伫菲律宾收为一个做优秀的教师，嘛做优秀的名才出来，所以多谢谢。道的尊贵一道，就紧是用讲的，捌会的人啦，真正讲出讲的咧。我咧第2教的人嘛是但是捌会，捌会了我讲，咱这道遮宝贵拜托的，你来求啦，是你来开佫有来的所以你讲知？咱无就拄头前是讲的，道互咱办到无价值去就真正都无差啦。我像拄前面的故事，咱搁听到，我是要讲互咱听啦因为咱3工无听道理大家我说，我咧讲的嘛咧卡。你听嘛咧怪怪安尼3工无讲嘛咧假假啦咱无就搁前面迄个求道理要讲私信，就是因书啦，我得着道偌尊贵，偌宝贵，偌宝贵咧，就讲抱咧讲，大佬无大无，讲一道咧，我有一个前面听着了，迄个囡仔咧，讲10多岁、17岁尔咧。
用行3工啊，去找着伊讲迄个所在啦，行3工啊。啊，摕着迄检传书啊，迄检传书做6工啊。啊，就问讲你遮是毋是倒人球啦？啥，问到是定安尼啦。迄个检传书有哪要考伊？无啦，你莫听我袂讲，等去，安尼啦。我无闲我要上班啊，就直接走啦。好像迄阵16岁囡仔，毋死心的，搁我等呢，等迄检传书去上班转来，一定会过啊，等1工去啊。第1工嘛是安尼，第2工嘛是安尼，第3工安尼，迄检传书看去王政府啊啦，感动着，是讲送报你来的啦，安尼啦。第3工讲无，你讲送报你来的啦。讲你啥物啦？讲安尼啦。讲安尼好，因为要求到第一检传书，爱印书，爱报书，你无印书，我送报你的，你去带来，你行3工对面。迄个印书带咧，讲爱印书的你报过来，你爱参我来啊，你无来我就袂当求到啊。佫行3工过来找着伊呢。检传书甲从这宝贵的大道传互伊，各位先生。如果你也是无政府检传书，你会感动袂？这道遮宝贵安尼安尼我要求着有安尼劳顿辛苦，用是新书较得会着，所以当真啊宝贵，各位先生，你敢知影？各位先生，咱这个办的是啥？游览车租的，来，大家挂好啊，倒来，大家冻掉，各位先生，这办的差不多真正的，等于准备，互咱办甲拢无准备呢，是实的呢。所以这咱拢爱啥？爱忏悔啦，事实啦。道太尊贵，道安那好珍惜。咱去着道啊，爱好安那好好把握当下。好，咱来进入本文讲空德之用，为道是用。空德嘛有人解释讲是空准啦。其实咱爱知影这个五祖的时代，参空准佫是啥啦？佫是啥？五祖100几岁，空准到50岁了。伊安尼义地讲来应该伊才毋是讲空准，伊嘛咧参是讲参是讲功德是啥？广大的德性啊，也是讲即个人做有德行的啦，也是讲贤德啦，也是讲万德啦。所以各位先生，咱遇到道，大家恭喜。遇到道了啦，来着啥？陪着有道有道无着枉用功，如拿汗水用着空。就是咱遐进到来陪道啦。陪道咱即项拢做有够啊，安怎？穿口所思就是上介好的陪道，陪着啦。是实的所以你若讲咱穿口所思无啥，我来讲，咱今仔穿口所思，第一就是培养咱的德性。咱香港一个德性啊，但互我讲因兜一个故事就对啦。讲因阿嬷迄阵是收安阳期的，因阿嬷嘛无规3宝嘛无啦，就反正去听迄安阳期听迄会传人讲讲课，讲课袂哩，转来家己要自身啊，来拢食素食呢。讲迄阵阿嬷20几岁咧，讲听着你听起来，因家己食素食啊，食到80几岁。你看因阿嬷甲食素食即个积着因子孙。因到倒一个，讲一个小弟啦，因两个小弟就对啦，因个小弟啉烧酒啦，啉袂了哇，煞变倒来跳倒来，参一大卡车烧撞啦，弄一个讲伫咧桥顶讲差不多3、6罐，伫咧3、6罐拢摔着个桥骹，摔落来了头去扣一个大个头啦，扣一个讲头拢破的，脑拢走出来，目睭有咱一吐出来就对啦，对吼。迄个叫到病院医生讲这无效，莫去啦，无效啦，规个真正无效啦。因老爸听着讲无效，讲好啦，无莫去。因搁一个大弟，因个大弟传这小弟感情足好。伊讲医生啊，不管开偌济，你拢救我嘛救，救无我嘛救，你就是爱人救，开偌济钱拢无要紧。你大遐讲这句话就咱，因这个大弟啦，医生讲好啊，人讲要救好来救，安尼啦，足技巧的咧，各位先生你敢知影？迄个甲讲10个、40个啦，无一个我啦。毋过咧，因对于因阿嬷迄阵食素食，就即个着对应即个孙。你看足奇怪恁老啊洗，摕做洗，搁来讲落落搁来提，记个搁换来，到处搁换，即个人无爱用看。是即个呢，所以即个应子孙啊，所以各位先生，
咱今仔就啥，选着即个青口寿星，真正做屁话就对啦，比伫咧应子孙啊，啊无你也看啦，人甚至来讲啦，你若欠咗一钱诶，要互恁后生祖囝，各位先生，后生祖囝真正福报啦毋免你留钱互伊啦。伊比你较高趁诶啊，咱一个月趁2万几，当然伊一个月趁20几万诶，咁正咧，趁着要留钱互伊，即个囡仔无啥，无迄个福报咧，各位先生，你留1-2千万互伊我先跟你讲啊，没3-4个来不了啦。迄个靠这个囡仔有福报福啦，是不是这样子？咱若留钱互囡仔，我先跟你讲，伊也袂来看啦，真诶啦。尤其咱这当初凊彩厝里嘛是就册，叔叔公囝啥物叫嘛有。咱若8月2号囡仔无食咧，这嘛是讲爱处理掉啦。敢是安尼？所以留钱嘛，毋是留钱嘛，毋是无要留啥，留德。这德应该孙啊，因为这是无用的啊。就像咱这个故事会当啥，红中化嘅大书法就修书法图啊。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日有青口，有寿星，有修德办德，安尼叫做孔德，孔德之容啊。所以很容易啊。所以咱就要以德还家，以德服人啊。所以你看孔子、孔圣人，一定2500几担啊！到今呢，伊的70几代，我讲72代、73代不等啦咱不管你几代就70几代啊。这是一个孔德成，就叫我改了。伊就走来走去啊，是毋是倒互我嘛毋知影。互我是捌知影讲伊一届调工迄个转成去迄个日本拜访。日本人你敢知影？这个是孔子的第70几孙你敢知？70几代咱认同孔子这姓名对于70几代的孙安怎对待？讲迄好野人时候咧拜见这孔德成嘛，大家毋敢像安尼衫穿的，穿的无咧，讲拢去调工去做一次迄个马褂马褂迄种衫古早装的啦，就穿的，就变就会开去。比如讲，咱生活在孔德成是三山山，伊要入来三山山，毋敢开车开到入来呢，讲差不多到针头遐到1公里，用行用咱行就要去孔德成。各位先生，伊才会有这个举动，对一个圣人的影响，后代尊重、尊敬，袂说尊敬圣人同款。这就是孔老最传的伊个德性啊，毋只我都庇佑到伊70几代孙。所以你看，这个德性这个德性就是空无之德，无法显现，无法形容，为善不明。这就是讲啥物叫德？各位先生，咱这个在世也好，这无畏世也好，才是法是无畏是拢好啦。咱值得执着这个功德，只要讲执着功德，各位先生，你讲我报息10万块，你拄这个10万块，你提手的，安尼啦，你功德都10万块尔啦。你若莫执着咧，整个虚空都是你的功德。看你要执着，对不对？因为心如虚空咱就有基本配的像虚空同款你若莫执着，整个法界都是啥功德？你若执着，我做一个功德，找迄个手的功德，上天做亲个找迄功德，上天做手分60个功德尔。你若莫执着咧，无边无际的功德。所以人家来讲咱为善不欲人知，不要执着于功德下，拢就是这个拢就是这个得力的对啦所以这用就才叫讲这个用，好就是用就是一定补足啦，就当咱有德行的人，到8月2号万古流芳，领导成功，所以咧就是说，咱来讲一个富裕的啦。迄较早的好嘢叫失掉，啥物叫失掉？半夜尔当然毋是逐个就对啦，有即个地就对啦。就好嘢人有钱有势行路拢有风包括伊要死佫要求啥？有有几个童男，有几个童女爱陪葬的，各位先生。你看这有要求无？你囡仔囝伊就要死就死落去，佫要落去，你看。都叫迄囡仔讲着陪伊啦，所以你看，这就是失德啦。所以互我不要讲咱今仔青口寿星，就是咧陪着大功德，因为咱咧青口寿星，逐工嘛咧放生，
哦，咱放心是讲哦，我今仔去钓500只啊，然后来爆批。我有一摆咧看电视哦，伊迄个摄影师哦，就台湾迄个采访的啦。哦，去迄个放心的团队啦。哦，当然你是处迄个普利做好啦，如果方法无差对啦。哦，如果来啊，头家，哦，阮当时哦3工后，阮买500只鸟啊，阮买来放心，哦，这当然是好啦吼。伊无想讲头家要安怎去生500只鸟出来，哦，咁样，伊嘛爱去掠啊，要安怎掠用网仔炸，哦，你用枪拍就死啊，看你来啊，所以用网仔掠，哦，掠500只，哦，来交货，迄钓网仔毋是手着伤，着头受伤，着骹受伤啊，是毋是咧？受伤到尾一半啦。哦，因买来吼，放心哦，吼，搁念念的吼，搁念经常常放心哦，大欢喜，安尼慈善机构甲伊走了了，迄记者吼，佫无走，佫了去，哦，差不多一半人拢，一排，差不多一排鸟伫遐，无要飞袂去，要走无路，佫吼追着叫啦，讲500只，至少4万8万只，你看你敢放心？这应该是放肆啦，毋是放心啦。哦，敢是，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上对讲，咱今仔会晓修到这条路，而且靠受心，这才是真正的放心。哦，所以你看咱3层拢放心的，就是咧，所以讲吼，咱来陪着，这种修饰啦，用以心随有必有义啦，受要求了共通的目的啦，早日街头又走火啦，金雕搬来移民时啦，积财一下挥君有啊，岁月将行难自欺呀，大道不求真得运啦，欲知不练是愚痴啊，意思讲咱人来到人世间，我会活100当的呢，各位先生，互咱问咱啦，这个问题足严肃的，嘛足实在啦，真正有一点无客气啦。因为互我用起来用这主题吼，要照顾家己啦。各位先生，互咱问咱咱有几担啊？这问题讲着到地哦。我有几担啊？就互我今年一定几岁啊？以咱台湾的寿数就对啦，分队当活到75岁啦。天队当活到70岁，平均年龄啊。安尼话，互我已经63岁、64岁啊。伊70算是互我存过6担呢。现在呢，各位先生，安尼就你存几担啊？互我比上讲讲真吼，一个80几个讲干叔啊，我无早就爱死啊，我无啦，不要搞不啦。是做比喻啦，感谢咧。现在各位先生，你好好想，咱搁存几担？现在，你搁存几担？搁唔拼？唔拼是对哈，敢是咧？讲较歹听，就呆死。敢迄讲人去3时讲安尼尔嘛？敢是人生？所以我就跟你讲，会拼尽量拼，会讲尽量讲，会做尽量做，会咱外国开放，你尽量去外国开放，因为咱存无偌久。今年互我算来70岁，互我存过6担咧，是安尼。6担啊，咱互你拼出一个性命，敢袂好？做会好的敢是安尼？真正做会好的呢。所以各位先生，因这首来讲人生苦短啦。昨日咧看伊伫遐游街的啦，搁伫遐食盐酥鸡的啦。结果咧，过工讲死啊，安尼啦。各位先生，咱这事咧足济，足济人为道是求，就讲一定爱招咱投入道中，好去修道，好去修道。所以咱大家拢听过，这个话我甲讲，金变天涯路，唯有修道不无人。各位先生，你好啊想，从咱求道到今，像你前8只有个太太因咧互我看着，我做一个前8只，至少是道中有40担、50担出来啊，而且有够济啊！我较早入馆徛看，大家拢跑白头门呢。白头毛有够济呢，愈白代表你伫道中愈久呢，所以40担50担有够济啊，就对啦。各位先生，你主要看即句话有实在无啦？咱若去买回来，我用倒回来呢？咱若去买股票咧，奇怪，别人买拢趁钱，我买股票拢了去呢。
若叫我投资咧，期权，才当着拢无法，讲是等下搞我捧一下，捧一下嘛无呢。所以你看咱做啥物代志吼，拢会去误着啦。所以各位先生你看，咱今仔选择这条修道的路，到咱无着。真正咧，咱前日定来讲一句话，从来不后悔，只有忏悔。就讲今咱前日去拜见何老先生，咱前日去拜见何老先生，咱知影因为咱单前日讲嘛，迄个前日厝边听讲何老先生伫倒咱得道望重，我想要去拜会一下，安尼见他的一面风采，咱单前日带咱前7个前日去讲伫迄个去伫米顺山讲出济人，讲差不多3、4摆人，都要去迄个会见何老先生迄阵何老先生拢无出来接待就对啦。等迄个歌讲3点多，前日才出来，何老先生才出来，出来大家摆几摆拢要参咱何老先生握手啦，安尼啦。咱即个前日迄阵就呾游得无偌久，诚是呾开始发心尔，大家握手何老先生，大家拢送伊一句话尔，讲这一句话，各位先生，你旧年嘛做我讲，我嘛做我讲，回去好好修道，奇怪，咱无德性，我讲啦，无啥定用。何老先生，咱德性无共款嘞，就咱前日咧手俩，回去好好修道，前日讲诶，前日句话讲着了，变啊真啊，几当所以你看，所以前日的方向就是讲，一世人修道绝对无后悔，一世人签到无法中间绝对无后悔。不过咧，有过失，点仔过失爱忏悔，安尼尔。所以一辈子没有后悔，只有忏悔。各位先生，咱是无要参前日的心车同款。家己选择这条路，永远不会后悔。感谢咧。所以咱就爱修到8岁以后，前日定定讲诶。修得无退休的，修得无退伍的，无终止的，所以咱就是爱直修到盖棺定论，就是咯，我进入这行业人家来讲，迄个老板你来看少年我一定来讲，几65要退休就对啦，我看来真少年呢，我就讲你有想要少年过来？如果我讲到卖，食菜30担，食菜30担会少年，各位先生真正咧，我较早咧做用红大哥，你看，家己有啥物无共？有较老实看安尼尔，来熟悉咧。所以上介好的保养品，全靠素质，拢袂老啦。像迄领袖较早靠嘛是安尼，即嘛是安尼，都无使啦。所以真正。人变天条咯，唯有修得不无人，绝对袂得无人的就对啦讲道是为本，讲这道到底是啥物物件啦？伊就提出了问题啦伊讲为谎为夫啦，啥物为谎为夫的？是有非有，是无非无啦。虽非实质却是实有啦。我来讲恍惚嘛。啥物恍惚？各位先生，咱啥物时阵都恍惚？咱咧困各位先生，咱咧困爱好困。有人做歹困诶，因为困到困到欠话人困的比一人继续歹，因为困到爱欠话啦。人动心啦，富富强贵啦，安尼啦。所以欠话人伊要困的品质做歹，迄是另外啦。爱遮境界就讲恍惚。啥物恍惚的，就是你人做伫遐。不过你头壳足清醒，咱开一个梦你嘛知，1点讲一个你嘛知，3点讲3个你嘛知。不过你人伫遐困各先生，咱有这精神无？这精神哪里用你，这就为王为夫。这功夫呢，真正咧，你莫讲我困袂去，脑神经衰弱，我来找医生，我就跟你讲，医生无法度。因为这是修道一种境界，圣经写这出来，无你话无恍惚要安怎解说啊？唔记得咧，就是像咱咧困安尼，所以较早有一个师傅传个小三物，个师傅就教小三物打坐啦，
两个都伫遐打坐，结果事外去啦，一个就目睭爬开看事外一个，一个咧拢无打招呼，各位前面倒一个较对，开目睭看事外较对，因为伊一定咧打坐外口咧打坐，毋过伊清清楚楚，啥物人入来，知影事外以外，伊也看着代表是啥？代表着打招呼。边仔个拢无听动咧，迄个一定困去啊。所以凡夫，互我就是讲这个境界。真诶互我讲另外一个境界。各位前辈，你感觉看过咱若伫三楼靠这个情形啦，你就伫遐坐，安尼拍拍面洗，你凡夫去。各位前辈，捌有一个前辈甲互我讲伊咧凡夫的时阵迄个味就总是讲走来伊头前讲伊头前来了对啦。互我就问讲，是味就总是走你的头前，还是味就走来味就总是头前啦？我嘛毋知，那就头前看去啊，迄叫凡夫啊，明白？所以哪有搁哪有，这也是迄个上所谓讲叫做第四项的功夫，是安尼。所以我信的讲这真正功夫安尼。所以咱就爱怀信爱知爱研究就是这啦。所以他来讲讲德是啥物物件？伊是啥？德可得不可得不可名啊。就是讲你讲出来就唔对啦。所以圣人知影你讲出来就唔对啊。所以用啥？用这个方法对来做啥？做引导。就较早一个上师啦就伫遐修道。头迄落啥外口一个活动就来，上师出去啊，啥物叫做道？迄上师伫遐破产嘛，行头行海我一张松树伫遐啦。伊讲松树就是道，各位先生会当意会着，松树才是道啦。我讲无破啦因为伊看第一眼就看着松树，所以讲松树就是道。像你若问我啥物叫道，我厉害快迄个啥？点燃这个道，因为第一眼看迄个就是啦，叫第一眼。迄阵叫啥？不识先，不识恶，见母莫母，是咱本来是讲。所以圣人在描写这个讲，即个功德是即个功德就是安尼，毋是因的问题，是咱无了解的问题。是人咧问你讲，我讲人啊，啥物叫道？我来讲一招做用的，你着拢莫讲话，目睭伊讲互我看，敢知影？这就是道啦，咱体会这个物件袂？是啊，我今仔目睭真讲互甲你看，站咧看，你要分一本册带落去互你看，敢知呢？我今仔无分一本册，敢会来看？无可能啦。因为咱的目睭就像电火泡电火泡装伫就像咱目睭装伫遮共款。你着爱电插落开落，伊才会倒。电若无插落，伊嘛袂倒有电火泡，咱无电火泡毋是共款。咱目睭装伫嘛是共款你要自上，自性带动伊看物件，伊才会看袂啊。迄就像咱人包尾面啊，尾前，即个有头有口有手，有无？有目睭有鼻有喙有耳有啊。我专家各位先生，毋过伊的自性无去走目睭无当看啦，有目睭袂看啦，有喙袂食，有耳袂听啦，敢对呢？迄个自性就是啥？就是咱要配一本体就是道变咱显示出来，为妄为夫啦，恍恍惚惚啦。你看信人境界就烦恼啦。所以我迄阵要讲这真正是相从猛这是要切实啦。等下个这个更加厉害，为妄为夫恍兮个啦，呼吸恍兮，其中有障更加厉害。伊讲内底有伤呢，各位先生，伊即句就讲真空生妙用啦。你若讲空的，倒拢空的空你就真空叫完空啊。咱倒是空迄无问题，但啥偏啥空叫个生妙用出来这较是倒所以咱袂使想到讲变完空也袂使啦像是啥有莫名的形象存在。首先来，有一届一个标本书去啥去大陆台风啦，咱莫讲这是标本书啦，伊要甲互我分享啦。
阿公伊就是咧点到，阿公你敢会想嘛？你做奇怪，透死人都毋捌遐闹开，万那迄个对，万那迄个对，万那跳对，万那看对，阿公你敢有10几个游道人啊？阿公伊车大车啊一半，我都袂记啦。差嘛点就车大车一半袂记啦，是安那要落啊？毋是这要这落，安尼真正我袂记啦。安尼就对啦。爱开始老师出去，家庭里好啊，结果，迄官佬是跑出来的，敢知都紧张咧。尾啊毋免老做家庭啊先，到想就对，到伫请，讲你做较做袂久的啊，反正都变偌济啦。结果就办落来了，你敢知影？点传师才讲，这内底一定有问题啦。结果问讲一个啥呢？一个台人的道犯啦，开始一个啦，买咱照常毋知影，道亲买咱倒来啦，遐歹做落工，做遐歹蛋糕点来做车头事都袂记，看有严重无？点来做连咧车大事，个别说食饭咧，他会了袂记哩啦，这真正个做来咧动哦，真正咧，真正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咧，是实个咧。咱最近社头一个浅显啦，爱就好讲要洗骨头啦，我话洗骨头就是好做，结果阮就来爸爸请示啊，因爸爸说无要答应啊，安尼对啦，因为爸爸毋是道中的人，无要答应，最近就是迄个要洗骨头迄个浅显因祖囝，就打去打阿公讲，就说是阿公啊，讲阿公啊。你有我洗活动啊，因为我即个考试这足歹考的。我希望有一个活动，有我好尽心来用功来读册啦，我考会调的啦。我就交跟阿公洗活动啦，阿公听顺啊，好啦，反正洗活动也毋啥物歹代志，好，你若要洗去洗啦。我阿公阿嬷一定答应啦，换即个大主啦，想要洗活动这个大主啦，我最近拢讲迄负面的啦，因某就打电话来互我啦，讲助理要安怎太？本来伊要说的，这个我毋说啦，老爸老母答应啦，说伊毋说啦，要安怎啦？我就讲伊是安怎无要说啦，就讲负面的讲一大堆就对啦，互我讲这毋是本意，迄伊业务去甜，安尼啦，讲安尼要哪解除啊？互我是做安尼讲啦，你毋知咱去互我叫伊较紧诶，你逐工你也面就真紧。市场面直接看要量几届偌紧，10届、20届、30届拢偌紧。如果你刷了，你双手合掌，双手合掌你开始脑母慈悲，训理啥物啦？我今仔2届面直接工作，我要回应学生，安尼啦。伊讲有咧，讲我逐工拢念咧，讲有无？你若回应，伊讲有咧，我讲你回应学生啊？伊讲伊逐工拢回应十方大德啦，你太伟大。十方大德啦，有咱两边拢回向十方大德啥，好势是安怎？咱慢慢回向。你若回应十方大德我做一个比如啊，比如讲我送你洗饼，你洗饼表1000个人食过1000个，你看1000人要食几块啊？本钱都无够，我讲，咁样呢？我讲你见你先生，我袂抽头，毋过也无咧变你爱讲对你先生，我就讲你20届好，20届好，你就较紧诶，我今天主做的功德，要回应阮先生是啥物名？爱啥物大名拢念出来伊这大饼拢伊食，安尼是毋对袂对？这样这方法是真正诶，慢慢伊业务也退了足自然伊就答应要洗活动啦。所以讲前面为要求道，无度求道；为要清透，无度清透；为要来洗活动，无度洗活动。伊是迄拢就是啥？冤欠太重了，是不是咯？佫有一种冤欠太重就是啥？金钱退来了，讲不顾，无看册无爱啦，愈看愈册就对啦，有无？这叫做你也看袂起金钱迄个做别人叫分离。这其实讲是冤欠太重了。是实的啦，所以咱就是啥，爱突破掉，所以求道者其中就是道体中道貌显现啦，好来，下呼吸恍兮，是恍兮呼吸，其中无物，物就是啥，有真理的存在，
所以各位同学，你有感觉无？迄足侪前辈者，未求得进酒，烹饪啦，酒啦，吃喝嫖赌，古专俱全啦，大行业就对啦。像我迄阵未求得嘛是食薰的，现在，饮酒咧，就这边，爱靠不一大箍啊，来参拜嘛，参拜啉啦，虽然袂参拜参啉，饮食嘛是拢会啉啦，各位同学你敢知影？我真正讲明仔食个青草，今仔就是食薰咧，我就是安尼。我操嘛，要青草啊，这支薰解袂开要安怎？咱前辈者就讲你男生袂使要青草你有要去去做啦？一定答应啦。好，来入，你看就知影好啦。来迄阵伫黄金青草，去青草足奇怪听规工的班咱4节班嘛听规工的一年拢无上去食薰的，足奇怪咧。你完拼入落了青草完入落了，到进30几冬啊，含一个念头讲要食薰就无啦。薰都安尼解开，就较早互我调迄阵中小解新农年啊，新农解总统的解来解去嘛，拢食薰，解袂开。毋过迄个原入落了过程就足奇怪，到进是这样，怎解开？所以你看咱伫咧青草园有奥妙无奥妙，属实的咧。所以咱前辈才毋知影讲，咱今仔青草寿星，咱较早做的做歌册，上面都自编，这个外尾都自编，咱打来，互咱好去收，好办，好去行，所以各位同学，正好康的，咱无看见做真正对不起偏偏输赢，所以讲黄丝、富丝的其中有误了，所以要看咱有时求得了较早有食薰卵食薰食酒啦，有足奇怪求得了拢完全变成一个人，而且你注意看，足侪人安尼啦，毋是互我安尼尔，足侪人较早讲拢无专的啦，求得了拢无看专就对啦，所以这就啥？这就道会显。所以讲求得了天地良心显露啦，有说求得了天地良心就显露你就知影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毋对咧自然就改啦，真正改了所以尧兮名兮，其中有精。尧呢就是清冠的意思就对啦，名的是啥？伟岸的意思啦，所以总之他来讲，得不己也不可及，意思讲这得玄妙不可形容。得无法度去讲方面就对啦，毋过咱着家己爱去掠着伊担头，担头掠无着即世人无使人去实践就对。得咧不可及，就是讲得法的力量无穷天无尽。所以话咱人天地人三才，天也高长，地也长久，各位简单的，咱可能是8当年的，毋过咱人的德性呢，可以配天地，咱人的德性可以跟天地同长久呢。所以话，迄个地位有重要咯，真正足重要呢。我一摆听到迄个宝光新闻伊一个前辈在讲迄个师尊老大人迄阵因未有发觉有义山这个地啦。讲师尊老大人来批会的时阵，较紧来去找义山，去补地就对啦。你前日较带来带去咱中国无着义山路咯，山拢变遐去啦。拢去不落做拢无咧，无啥物伊要爱的地哩，讲结果有一摆就攞转来，转来讲坐伫咱即条路咧去较早拢顺道讲伫迄条迄个义山遐的船讲车拢歹去啦，歹去了因的前人因的点样做落来是看山势，是看是拢问人问我恁这个山势遮水着恁这个山是叫啥物山啦？伊讲我这叫义山，听一个，原来师尊老大爷讲这是义山，就是这个所在，这就对啦。所以伊就知原来这是就是遮啦，毋是这个义山啦，这个义山啦。所以就去物色啦，准备要从这山上买开。买开了开始要继续混入进个义山佛堂，安尼义山宝宝圣堂就对啦，就去设啦。讲进前开始要设的时阵，讲规粒山拢做啦，大只大，小只大，讲规粒拢是
哦，啊，咱你有知影时阵啊，袂当使死啊，透过因上咧做了，了无可能啊，了嘛了袂了，我规山行拢地做啦，啊，结果讲袂使，你毋知影？讲伫迄做吼来保护迄个山。啊，等即个有缘人吼，因的真人有缘人吼，要来买即条山，要来互伊起不等就对啦，安尼啦，吼。我听落像土地公庙讲电自然化身咧来保护迄个宝地啦。啊，因的真是讲得了大，你敢知影？吼，伊就甲迄个啥开地基嘛吼，啊，第一工就是迄个啥爱拜请吼，拜地地啊。讲因真人吼，100块比迄个啥条件吼，拜差了了。讲全部的大都开始无拜伊，讲大只大细只伫带好，讲好快啦，讲我蛇，啊，拢嘛袂教人哦。因咧食过只都来互我分享，哦，所以我前日咧一条偌大就好，讲100块买几个香插落尔，逐只大走了了，啊走了了，就开始啦，动工，啊动工开始起甲今仔用迄个广告生产，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姐姐，会德足重要，德性很重要啦，哎。啊，毋是到说之前咧，咱咧讲话多钱钱，讲话足重要。顺德嘛是即句话，讲毋对话就是顺德啦。哦，啊背着嘞，刚硬说德，改天说哦，破天应德，你就是在赔德了。哎，重点是遮咧，哎，道地干嘛自己存咧，道地干嘛自己存咧。哦，啊所以哦，都要非常的谨慎下，以前啊吼，以中优精，真的是修着宝贵的关键，嘛不止负债。所以讲求得者吼，对毋对啊？求得了，啊，足奇怪，咱自己就造出来，七分之心就造出来，用力之心、优劣之心啊，第四项都造出来啊。哦，所以各位先生，你也相信啊吼，你自己去菜市仔看卖，菜市仔，哦，菜市仔才好看，咱食啥人无同款。你也去看一个太低的哦，你毋敢看，你也毋敢看。我啊经过迄哦，啊一块肉我做者接伫遐，我哦，迄袂是南巴的，讲是迄落去啦。讲偌神就偌神啦。哦，我讲一个例子咱听啦吼，因为吼，今咱大家拄久啦。迄逐包遐吼，真正真是说故事哦。哦，迄报纸拢看出来，一个卖牛排红啊无，卖牛排，啊伊一个红个大红的啦，安尼啦，啊迄个红哦，全部都放假过牛排，哦。啊，迄个一工24点钟为透早毋捌食过，有万种万货拢空，所以因的牛肉生意有够好个，牛肉面啊，吼，啊因翁吼定定咧买牛肉做牛肉，啊人吼都比牛肉用迄落牛头面啊，足歹啦，都比起啦，哦，啊讲啥嘞？啊讲时啊还好袂歹伊啦，啊酒啉落咧，吼，就拍啊要死来，我拍啊要死啊对啦，啊迄落啥弥补袂起，就是慢慢累积迄个啥恨。啊！你讲伊一工吼，因翁转来啊，啉酒啉到茫嘛，啊嘛是拍到吼，迄个啊，互因某站袂条啊啦，啊拍无力啦，因翁困人咯，因某攞举迄支迄落排牛的刀啊吼，攞伫身上啊插，挨一声大个一声拢飘落，啊飘去这尸体要处理啊，伊嘛是我讲牛排，你讲倒个，倒我等伫你骹顶就对啦。哦。等伫你骹咧讲牛排啊。哦，啊嘛倒个咧，啊嘛因某嘛做天天咧，嘛是叫做卖牛肉面。哦。啊，各位前提是食人嘛，食牛肉。哦。食人牛肉咧，哦，各位前提是较挑破，你毋知影真正，你若看一个刀仔顶咧牛肉，就袂是人肉共款拢共款啦。哦，啊你若看迄猪心吼，像人个猪心拢，人个心拢共款啦，你若安尼碰下按标伫遐卖咧，哦。啊到尾后控到规骹。啊嘛是咧卖啊，人个，哎，咱来做几拢无坏啊，哦，啊伊就紧倒来去骗就对啦。我遐较会讲法，你敢知影？有一个去食就是伊舌头啊。哦。都去报案啦，啊报案即家人家破破起来，哦，各位小姐你看，哦，所以吼，哎呀，听着这故事吼，我拢会去加个回啊熟悉。啊，你看咱若穿迄落啥，咱来求得了，出去转咧。等你听，我嘛要心套，哦，是不是这样子？哦，我爱跟心套想心起啦，因为我爱哥哥吼，咱都知影菜地嘛，哦，啊，迄阵心套啦，啊，心套你讲佫随小个长啦，啊，互我学啊，看哥哥心套诶，心套咱就袂歹，食菜嘛袂歹呢，互我就甲我妈妈讲咯，我妈妈，我嘛要学哥吼，我嘛要食菜咧，你敢知我妈妈意难啊？迄考验就对啊，所以我会跟你讲，你若要深考，我深考完，你一定会考验啊。
哦，所以咱今拢青草袂啊，对不对？毋过咱若先做先要保管青草吼，你着爱安搭好，毋通讲，我知影意思就好啊。哦，讲着第一入去啊，讨吼，来来讨了了。了了，阮妈妈讨安怎？咱兜出一个食菜都炒袂了，要出两个食菜嘞，吼。真正咧讲咧，啊，食菜迄阵互我吼，还袂做工书诶，毋过会较硬嘛。我妈妈，对呢，我今仔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度我众生呢。我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成道受信呢。太歹啊！我是做对个代志呢，毋是做毋对个代志呢。我妈妈吼学袂啊，好啦好啦，顺开去啦，安尼啊，大啦，我都管你啊来，好甲再无要管啦吼。我就带太太吼，迄阵阮太太吼，伊着中医师嘛，我讲我要食菜哦，伊讲你若要食菜，我无要对你食。我讲你若无听到你咧食菜，中医甲我讲互伊听过来，中医甲我讲食菜太健康，安尼就对啦，伊有做好个我阿妈无带青草啊，过前日你敢知影青草了我10担，阮本来都带阮妈妈去青草，所以我妈妈换青草，去带阮阿妈青草，阮阿妈活到99岁，99岁哦，8月以后生存5年，规身躯拢做到。本来光管愈老愈，然后脑豆丢啦，所以你要看，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咱丢得了，猪皮是不造出来，这个机器不造出来，出奇怪啦，所以受评注意资料吼，你要看，咱本来良心良民造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渡人，就是这样子啦，其精甚真啊，这个精就是精神的流露，所以道上最忌讳虚伪，所以咱修道各位浅浅，咱嘛有看得啦，嘛有见识啦。我是大学生咧，我是硕士咧，我是董事长咧，嘛莫有这啦。所以修道就是虚空自我，就是把自己看小了，把别人放大了，安尼啦。他重视别人嘅，他那边把它缩小。基者是静静静的，等视其观啊，一律平等啊。就是讲咱伫咧修道法则当中爱一视同仁，毋通啥，毋通我对伊好诶好，我就讲排伊去做。对我歹我看伊袂顺我拢无遐排，啥物啦？你分别心咧，你敢知影？就是爱一视同仁。三个嘛是共款，大家斗轮流，每个人都有出色的机会。啥，安德嘛是共款，出国嘛是共款，大家斗轮流去嘛，敢是安尼？所以因为咱之前嘛足济啊，有的人啦要出国，所以袂当出国，就做无采。有的人2、3个2的，我无叫人讲，嘛做无采。所以各位浅浅，咱爱品牌啦。3个3个人讲，3个就轮流讲嘛，敢是安尼？大家咧接触嘛，你嘛大家轮流去做嘛，大家都有什么？都有机会来表演嘛，其中有信，这个信就是啥？信用天地，文明宇观，事实有形，好无？就是讲咱道依啥？真空写出来一种信念，信啊，大道无形嘛，文明宇观嘛，大道无形嘛，中庸万物嘛，无个啦，我毋知影伊名个啦，中明月道嘛，所以道无相，不过伊就是一个生理啦，所以就是信。所以啥物物件上信，咱就土啦。你若知啥，伊就生啥，所以是修行。你知菜果，伊就变成生果果出来。敢是？所以它是最守信的所以这个啥修道人呢？就对超性了事，改变命运。所以呢，各位先生，咱今仔大家修道绝对会当来超生良死。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所以自古至今，自古对啊，从这个灯自古代以来到今完全拢不变。依名不弃，无是这个无常的是常对，有常无常，依名不常呀。我带过临时间到以管众普以乐众普啦，乐的贫贱分等起来。众普就讲有德有德的人，这个是道书，所以就讲咱今仔日。来修道办道中道嘛，你跟着这条道的路走入去啊，各位先生，大家8位以后，众普就讲啥，拢有高位。所以伊有教来讲，伊有迄个啥
声闻、缘觉、罗汉、菩萨、佛，有无？哦，伊有一坎一坎一坎，看你修到啥物坎站嘛。伊自教就是啥天人嘛，就是君主嘛，来天人嘛，圣人嘛，哦，来自胜嘛，自信嘛，哦，伊就教来讲咧，就是仙嘛，就是智人嘛，哦，伊咱即个研究讲，咱身上有九品连带，九品连带咱知无？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庸品、上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看你修到啥物坎站，过前者，伊就是到迄个啥？迄个部位，哦，大家拢有哦，毋是前年有，二点半数有啦，过前年咱大家小伙就通通有，哦，所以过前年这本册偌久啊，2500几工3000单的册啊，人一定拢写得清楚的啊，哦，好，所以吾何以知众苦知众哉？以此，就讲哦，我现在知影，迄个看伊即个啊吼，修到啥物坎站啊？哦，修到啥物坎站来点啊？论功评过啦，安尼就对啦。哦，所以各位前人，咱今仔时阵就讲哦，我报恩了，等于哦老母风老，当然这是诚好啦。其实上介好诶，就讲我这世人，我就信道啊。毋通当我报恩了，毋爱要推去倒面吼，煞无主人毋好。你这世人家己平心见性，立地成佛，家己成就正果，安尼上信下就对啦。依处是完全靠这修的啥基础，所以爱经足，忍辱负重，所以嗰些总结论，啥物叫道？道真空是妙有，其中有常，其中有分，其中有精，其中有性，这叫做真空生妙有。哦，你看水无啦，真正够水啦。好，最后呢就讲，随便人来讲，欲做金玉品，必用道德品。自古圣以显，无不有止境。你是食咱21种拢讲甲足好势啊！时间也拄好到，所以做者不久的，感谢咱做出下者的款，感谢咱前人副前人各点团队多多包容啦，各位先生，我来不久，最后祝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有福气，谢谢。感谢陈讲师慈悲，前道中，坤道中。我父前人慈悲，前道中，坤道中。好，各位前人请坐下。喂，咱今天来着，咱会长先来着。就咱共修大家，大家午安。全人午安。已经3年无见面啦。3年的第一天，而且见面，大家都看到足欢喜的。因为咱讲受到这个疫情，甲咱波及，互咱这个感觉吼。修法在内底用，毕竟就爱自修的团队，甲咱讲起来，就是讲咱家己内修的工作。但我相信讲3年过去啊，大家伫内心意见的内底当中，拢有清晰。但是今年呢，会使甲讲，我头一班，做甜点班，咱今日的当中呢。都有4班，你的语言性不开，4个班你语言性不开，辩论时间。那因为咱这班是咱的过去，咱黄家老师，这个带一个课程班，
但是呢，因为过去讲到即个今日对23分，之前讲到20分，了后就拄着疫情，所以变成了偏分。那今日呢，因为有咱3位讲师，咱小文讲师，那雪娇讲师，咱叶红讲师，当然这种是咱各种的这个老前辈。讲一个老人较资深啦吼，无是遮个老人吼。那因为过去迄个在咧讲中咯吼，毋是爱食到7个10个钟去中咯，因为较早求道，较早清口，比咱较早求道，比咱较早清口，咱叫做中咯。你若认讲中咯，吼，你若想讲当时迄个舍利子无结缘，因为做少年诶。所以呢，咱今日讲并且会使讲讲是一个修道家庭，过去对道学，大家拢真正有深见，因此呢，咱是咱语言性上的贡献，这门足优秀的讲师，我相信咱国语人员对这个经典，咱嘛会当坐伫遮，大家拢智慧拢足悬，咱来讲起。经典若毋是讲真正用智慧来听，因为其实你咧听你听过，因为这个经过伊讲出来的智慧加上伊的智慧去甲契机，尼叫做哪？叫做淬火之气，有道上叫做淬火之气。那有这个，因为淬就是讲，迄个小基础根啊，它咧淬，走就是母鸡，那个走。画一个解释刚刚好，刚刚好。你讲我听有，我讲你听我会继续。所以呢，会使甲讲咱今日经典班，这个是拢同时分得，离经风经的第10分，15分的内底当中，就讲是对的。如来是违法大乘下说，违法最上乘下说。咱今日。坐在现在这个所在，我相信讲，大家伫道中，我50年哦，40年，我40年哦，30年，我30年哦，20年，跟这前辈道亲，我感觉对啦吼，应该拢是老前辈写的吼。那因为这个道经经来个贡献，真是经典。咱嘛知讲，这是一个脑子的清华，要看这个经典。若是真正有清益，用智慧清益，你佛教上称为讲叫做清解理处，清解理处，迄个清解理处，你佛道讲，你当时师父提供叫做哪？那真正清入了你家己自身的法界，你自身的法界，你才会当闻到迄个味，迄个法味出来。你若有深入伫迄个内底，你要闻到迄个法味，你闻，干讲。所以今仔日呢，当然啦吼，当然今日3位讲师，大家讲了真好。不过呢，因为咱好今仔日是做一个结语，半点钟的结语，所以呢时间到，然后是较袂来拖啦吼，时间到，我们就要来举办啦吼。不过呢，因为3种的内底当中，做一个结论是会当用着大家啦吼，迄个概念来讲这3种的结论。因为咱嘛知讲3种讲一句去啊，我相信讲大家嘛听了拢足清楚啦。所以呢，咱学学迄个结论，就是讲甲内面的规条件甲讲安尼啦吼，这个结论。那因为呢，迄个第一种。咱对21种来讲，因为迄个是咧描述着空无极奥妙。离佛教上来讲起来，空不离有，有不离空，空不离有。咱来讲起来，那叫做哪空无的道理。那你空毋是真空，那叫做妙，毋是有的有，那叫做不可思议的有，叫做妙有。
所以若伊将道种即种来甲讲起来，伊是讲空有不离的道理，空不离有，有不离空，啊嘛空不离无，啊其实来甲讲起来，迄个空无的道理，就是咧讲咱的对咱自信中，明明你讲无嘛，但是伊讲有，你讲有嘛，伊讲讲无，所以伊头前就来讲，空即自由。啊，这个空即自由，咱同学用着一个消防解义来甲讲这个空即自由，广大一片，空大广大的德行，广大的德行，迄个容貌，刚才讲的用文艺解释来讲，啊，这个是足大，迄一个有一个迄个容貌。啊，这个容貌，互咱看着是啥物件？所以呢，迄个叫咱广大无边。咱知影是先前你讲，大道无形，成就天地；大道无情，运用宇宙；大道无形，中用万物。无不的其名，用名百道。伊这个物件，伊虽然是无形的物件。会当生育天地，会当生育天地这个容貌出来。大道无情，伊是一个无情的物件，会当运用这个业物的这个容貌出来。大道无名，会当中用万物。伊个虽然无名无情，拢会当的时阵啊，造出这个容貌出来。无见的，咱今日会当管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空德，这个空龙之德，这个空极之用，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咱拢是伊内底，伊甲你显化出个容貌。该讲着，若要天生地养，若要日光，若要雨露，若要落雨，你拢无造成来这个条件。当时呢，啊，这个广大的德性。啊，咱围绕着咱今日理这个世间所有的，你会当看到这个容貌，拢是甲道有关的。但是这个空德之容，但是伊第句话就刚才讲，回到市场就讲出来，对不对？啊，那按你了解空德之容，因为就是倒嘛，回到市场嘛，那要倒来做会到，要倒来做会出来。你讲是怎做出来？世间人哪有当变化？世间人无当变化，免咱生活天地，免咱为人物，免咱中用万物。世间的人什么人无当变化？绝对无当变出来。我你会当规矩做对，你就无当变出来。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叫做回到市场。啊，回到市场，你就再来讲道分解出来，道是为本。为空为分，空的分的。你讲道的物件，这个物件，这为本这道的物件，你讲嘛，无咧，你讲无嘛，那是有咧。我是咪讲咱道理，咱有道无？有啦，啊，咱道理对，咱就道理咱的言文嘛。哦，咱不会讲啦，盖世先属命。啊，属命的种代志，当时安尼，啊，代志的，迄个属命的容貌嘛，代志的，迄个哪呢？迄个容貌就是讲属命嘛，一比较大嘛，咱这个话题有大无？但是你有做这些物件，拢是代志。啊，你代志什物件？当然嘛，你的出现，但你的出现有看到无？有嘛？我看什物件呢？啊，你讲有嘛？摕出来互你看。啊，你笑，你咧吼，天龙爱国规倒出来，拢规倒出来咧，变化拢规倒出来，拢对你的自信出来，敢是安尼？啊，若无对你的自信出来，变哪出来？你甲我讲，啊，这个物件都是为空为分，所以人家讲无形无物质，毋是一种物质的物件，毋是一种形象的物件，啊，毋是一种个哪呢？会表象的物件，完全拢毋是物件。你甲伊讲，那第四句来讲，我哋方面其中有切，
上有吗？上无吗？但是经过落去啦，较实存在的物件，有呛形象的物件嘛，而且它有效。各位，咱念学家，你有做成功，你有效果无？这个很像，但咱每一个人像都不是像，感觉呢，每一个人像都不一样。迄种对不对？迄种对多元化出来的物件，好，咱的主席所演变咱的表现出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世界的人，你讲上生，同老老生出来，面对面就像，你有想过无？所以呢，因为你个话，这个物件是这个咱主席的物件，咱有一个道，咱有一个主席，要甲运作的咱的四肢百态。因为咱若有这个物件，要甲运作咱的四肢百态，你给咱做到这样吗？这个是，这个就是非常所行的物件嘛，吼，不行不变不行的物件嘛，其中有效。这样子后边说呢，放下不的，伊个有个放下不的，这种感觉上快吗？上够快吗？唔过其中实在是个物件，因为无比奥妙的深远。好，但是叫你生出点，融化了万物的精华。咱足奇怪吼，世人的头毛短，世人头毛短尾，世人的大汉尾，世人的无迄个啦，安尼跳舞。迄个无来，就开始啦。这里面常有的不好跳。迄个有滴嘞，你个一世人甲说清楚明白，你敢要相信？因为安怎？后面分的这个讲讲叫做主相，这个讲讲宇宙的真理嘛，所以叫做实相的真理嘛。因为你是无比的奥妙，和你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它因为伊这个物件，这个生出这物件，连化了一切的精髓。所以天地万物无对方物件，唔是迄个生出，唔是生出来。你当比较，当讲的，拢咧造成，你是这个物件。表演名的一种有精，表演是讲情感的意思，名的就是讲有爱的意思，不可讲。那这种的表演就是这个讲这物件，我那是讲主情，伊是千万不可及的物件，不可测的东西。你们有什么角度去讲这物件？不可测。所以你这个歌声功夫内底，咱们到往来讲，伊讲多位表演无形，其中有成色。迄个调，名调就是讲情感，无你无法度来去讲的物件，深远的历史，名的就是讲幽暗的历史，你永远无法度去甲阐述这个物件，永远没有办法去。我拄则讲你讲无一个无，你讲无一个，你要用什么物件，什么形态去讲讲？你无形嘛，才是咱的灵魂，咱的灵魂，咱的思想。这个是你的建议嘛？你讲变嘛，就是变；你讲变就是变嘛。你讲什么物件都唔是物件，那这个影响，你讲你想嘛，你想到安怎？按你想想，想到物件对不对？想到我了对不对？有迄个物件是不动不静，不生不动不静不动物件，再来就是已经成真。伊个故事，伊就来讲，这个以精成精，就是伊是精华非常之细的物件，内在要具备一个性质物件。咱未相信，就是对咱的思想来变化出来；咱无相信，就对咱家己的肉体出入变生了造出来。但是你要会生肉体，要会领导的呢，这当中，这个肉体成成肉体无量，指数已经成8分的发生。这个肉体是对咱自身一点，对目睭看，对耳朵听，这个音啊，有对耳朵出来，耳朵会听；对目睭会看，对嘴会讲，所以咱个思白来打。
这个印尼的六金，六金对待一金，迄个一金就来记得讲我们的思想，记得讲我们的特色。所以呢，咱今日有时间无时间啦，本来无受到了以前，所以金刚经立出来的四本内底当面菩萨但应无所告诉，这句话是伊当时我把师傅讲，师傅一直当考菩萨的意见，你就安那，你一定要去到迄个字，迄个字就讲啦，迄个字就是讲自性嘛。啊，你今日做菩萨，迄个字就是讲叫做无了意思，字就不当字嘛。啊，你要成菩萨，你一定要研究这个字的意见嘛。就简单讲起来，咱今日。咱若真正靠意境，迄个叫啥？迄叫做正性意义。在金刚经第六本内底当中，叫正性意义。这个完全是研究一点啊，你了道理。哇，迄是纯粹了，哇！你金刚经的特色呢，类似一只、是只、如意只，迄个如就第三句话讲出来。啊，你如就是讲啥物啊？我发对我的理想，完全超过着我分别着紧张的意思，造出来这物件，完全是一条袂错。伊安尼讲，迄个完全迄个自性物件，倒就是讲迄个物件。哦，这种完全无一样。所以伊后壁来讲，伊种优势，内在你是有真正物件。自古至今，依然不弃，依然众好，我是句话真重要。过去我会当了解这个物件，以我过来，就是成了。迄个众好就讲啦，迄个众好叫做祝福啦，祝福嘛，讲叫做地生天生地生来做个物件。啊，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物件，以我祝福，我和以祝福之在啊，以出，你就甲你讲。我今日会当了解这个万物开始的地方，就是好过去古代甲起码存在这个名，以后这句来讲，因自今至古其名不去，这个名就是无无的，啊，讲叫做道，好，啊，叫做哪？啊，叫做自性，啊，讲成民俗作者，但是拢在讲迄个哪？在讲迄个上个无上迄个物件。每一天咱讲无常是天堂的无常，啊，讲自性，迄众富之在，我以地众富之在，以处就是讲，这个万物的这个阶段，精气神共同以轨道出现啊，一切的物件若无有经过这个道路，拢袂成熟。咱今日若无出现，咱这把这叫查我来，查我来。啊，所以呢，因为这是大体啦吼，大概讲一下。那第二分就是讲22种超越逻辑，意思讲啦高等智慧。那一般顶的人，吼，困的无来，饿的无来，歪的无来，病的无来，病他不要，吼，啥都不要，吼，拢这个物件都吼，这个物件，这叫做对立。啊，咱爱物件全部得就是新鲜，咱爱物件就对。但是你唔知讲，因为你攞出来这健康的对立，你若有地位起来越好，咱够先。咱的思想，咱从实体事件，咧处咱的人生，咱要用咱的地位来经营咱的这世人，咱从艺术来经营世人，啊，咱从艺术经营世人困。你怎么来？为困，我才是讲不出来。好，伊在困，就是啊，你来当游乐的时阵啊，其实你就能先，哦，先在思想在这里面，你要有趣致。当然，这比较讲啦，这听有啦吼。但是你若要智慧，你有找出路你讲好。咱有道理，叫我这边的是尽量合理。即开金融合理，四名金融合理，A合理，即开A合理，四名 A合理。伊讲用途这两个来讲，这用途的讲这两个，A合理就是讲地方因为过去世界
心中精神上定地位，这叫六道。六道见鬼叫做万年，这叫十道。但是你要修进六道，你若无有地人道来操劳，你若无地位道来操劳，你就必修会上。你若用意识来讲，你我我今仔日弄唔到。第二个十大，你就必须动用。第三个来就必定，你就动用。我定做第一个、第二个就必定。咁而呢，因为你用意识去做研究，你是地位在做研究嘛。咱国语金融是讲，你要用第一个你个第一步随落道，因为后生无道叫做青年啦，第六道叫做地位啦，叫做目睭啦。你若要用地位来带引用到你是会成的。就咱就讲话，你今日要困，你今日讲，你今日挖，你今日要比，你今日你若无地位，你会接受的，你袂接受嘛？你想嘛讲，因为修学到咱修到，你用修不了啊！你用我主观的意识，自我、自私、自己，拢用这来修。因为你无比天然的甲天然是差别，咱是会付出啦。咱要当自私，要当自我，要当自己，要当安怎比这物件？生命咱天地，咱完全要经营着这个世界不着力量，咱不自己，不自我，不自私。我来看你简单理解是对的啦。经营着你这个八戒，这个事情。你无听过咧？24小时无听过咧？我真70岁啊！伊下边有些米卡，伊70年拢无听过咧，有关系无？伊若讲嘢，伊若讲，我甲你50啊，我去教，我就做水条。伊甲你内底甲你讲，伊甘愿甲你做，甘愿甲你经营，甘愿甲你哪？甲你他无怨无悔的咧。咱个计划的比较是咱经过是实地实践了后，当中你计划的比较呢，这物件呢，但是因为经过了实地实践了后，当中伊是无咱计划呢，有条的真理就是这个物件。咱要讲什么啦？你讲有条是必须物件差，所以咱一定修爱参考的，咱是要学习嘛，咱真正遇不上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为了来讲。你的地位起来，你老困，你老旺，你老我都旺，你老我都活动，你老我，你老我去，你老咱接受着迄个啦，迄个委屈的，无你接受着，接受着了，你免咱受到你干讲，受到就是无必要，无必要。咱社会内底当中，以社会这世界内底当中来讲，这是个无必要，这是个健康。世界因世界人都通咧，真正，大家当时拢已经心到啊。那心到，结果个世界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咱可能咱众生的世界，所以因为咱是众生的世界，就要修行学道内底当中，你要面对着作这事非非，但你无你有你的修行，用意识愈修，咱愈巧，愈修愈聪明，安尼你修会成咩？一定是会成，所以来勒住，用着高等的地位在讲这物件，高等的地位在讲这样，所以咱一定要去了解吼。最后，先万物无常，先别变化，语言自然，这句话叫重要，因为自然的语言万物自然，互人听闻着物件。咱伫表上听到一美好话，你报了一爽的话，听到一欢喜的话，迄种假话，迄种无好话，真正无好话。天地伊咧运作这个地球，运作这个世界，有讲话，比如讲，你的自信，离你的目光开，离你的心来去70年，有咧来讲下来，无啊，因为语言迄个自然的物件。我来讲一个不离经风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佛陀，因为历史不是时的历史化，也是要我们大家去写，
有医生中处理给你，本事我是医生，我是一个医生。你金光金的，但是我得是因为他第二回来，我哋这个神灵去唱不到，伊讲讲，如来显光亮诸菩萨，如来显诸小诸菩萨，你讲是对，我得用三个清醒的说这个，心业甲口业，心业甲意业，如来显光亮诸菩萨，如来显诸小诸菩萨口业，三业清醒的说这个，什么人看到？该空给的是我的好，这是我的那么东西。有一些人之前用礼法安那个什么什么的一些温和民族的那么东西，第一档说我的，但是这种不得呢，我当时得是个公位呢，所以呢，我得他就讲，比方是我的现在，如你所说，如来显佛了诸菩萨，如来显无相诸菩萨，是我的目标嘛，对不对？我就是他们。伊较正式哦，啊，属我的正式，伊属我的说了算哦。人得你要天命来关咱法律，然后伊那个那理想在讲理，所以语言就是讲迄个理想嘛。理想在讲真如，理想在讲自性嘛，理想真如，理想智慧嘛。所以因为理想在讲这个物件，属我的看会到是来讲，第一属我的看到，1200人，你当迄个讲有相关人，我当你个发现。但是他就是讲这样，是我哋讲，你问我，你来演做几人好？以前我讲讲，若有些人做些努力，是我哋已经变向好规划，地地支持，唔通用着迄种的无私的心来调我贡献。若有些人做些努力，我阿庙过来300、300的是干哪？应付是做，应付是好。我得我讲我讲经40到年，对经典你用对本经典来甲我讲，来参考你的梦想心，来按住你的真心，我得我讲这物件。伊讲有话，如是做，如是后，这如是讲啥物件？你用你的清净心来按住你，你用你的清净心来参考你。伊无讲你用对古经典来讲，来行了过来，你行这类来讲。你离天爱咧扫净，你离人爱咧扫清净扫清净的，你离河里来咧扫无错是清净的，愈扫愈起刷。你离对咧是非法，你讲清净的清净的，愈讲无是非，愈讲是非愈多。所以其实你语言自言讲。咱真正自然就你做好啊，莫讲上济，所以讲上济，拢绝对无好处。所以讲上济无好处啊，讲出讲济啊。所以咱不得人是无做后话啊，但是一个作重要问题，你若要讲话好话紧，嘛袂使无讲话啦吼。但是你若咧接受，你莫讲话，你这个情绪，你接受当你自己莫讲话，你讲话出来。你拢是毋是道德本质？你拢是咱讲一个较好听，咱心魔的本质。嘛安尼出来，你修道，无使你受死啊，到厝诶就倒来。安听无？所以修道讲安尼，是安搞吼。所以呢，因为今日啊吼，这讲师傅，讲得真好啦。不过因为咱头嘛是生意上听一其实对分别。咱头发嘛比较有经验，但是我感觉有些事情，这个真正做对的，头发是了不起，是世界上顶的事业，伊咧改革，伊咧改革，安尼咱好好学习去做事业，应该对咱的国家，也是做到好处，最好能够前进的事业。好，谢谢各位。大众请起。感谢目前的时间，前道鞠躬，蹲道鞠躬。112年度义和圣堂亲上经典班班员成，跳舞及老母行30公里，前道一鞠躬。
再躬，三躬，感谢前人慈悲躬，感谢父前人慈悲躬，感谢讲师慈悲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躬，温道义躬，再躬，三躬，感谢前人慈悲躬，感谢父前人慈悲躬。感谢讲师慈悲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躬。好，那各位前我们站着稍待一下哈，因为讲师要到山口去诵经的时间，那等他会上料哈，那各位请看哈。那这边还有点时间，先做一个宣布。那我们教学单位等一下闭班之后。我们单位的这边听好的哈，各位来尽力找单位。
到空，昏到空，一起持架，向脚母行3公里，前到一冲，再冲，3冲，持架前的冲，持架腹前的冲，送架各点4冲，昏到一冲，再冲，3冲，持架前的冲，持架腹前的冲，送架各点4冲。好，各位。反正啊，看不。